学术性的平台，咱毋是要做学术性的讲话吼，咱是要用要做真有意义的普通的台湾话开讲吼，重心是伫台湾文化吼，用即个方式来运作就对啦吼。安尼简单介绍一下，多谢大家。好，无新人兄、新人教授，请你来开始哈。好，先甲大家回信咧一下，因为我那毋知有啥物状况，所以我的画面啊吼，原本有我的面啦，但是即摆煞袂动，敢若有声无影咧，吼，对大家较歹势，真欢喜啦，吼，就是梁兄甲我邀请，我会当来担任这场的主持人，我感觉这是一个真有意义的一场啦，因为伊是用台语去导览美术啦，用台语去导览美术馆安尼，我即摆数落来吼，我会用15分钟的15分钟啦，先大家小解一下讲吼，我过去参加即个台语导览美术的经验啦，吼，即摆吼来就是咱主要今仔日主讲者郭雄兄吼，咱会用1点钟的时间互伊来讲啦，吼，讲了以后吼，咱就会用迄个其他时间就留互大家论问题安尼，吼，安尼我即摆吼。开始分享啦，梁光兄，你麻烦你甲你的分享注销好无？我来分享我的画面，好无？嘿，好，来，咱先来看即个一个新式的物件啦，吼，咱先来看一个新式的物件。即个物件吼，你敢看有我的分享？还袂吼，好来，我来分享我的画面啦，吼 ，OK。你敢看有我看到我即幅图啊？会使。这是2017年啦，吼，2017年就是5当前啦，吼，5当前的时啊，吼，阮做的迄个甲美术馆的做伙的展览安尼，吼，你看这海报上这看台语看展览啦，台语嘛会通有啊，吼，一个美馆迄年2017年啊，吼，是安怎无代无志啊，吼，要教阮。服啦，中教台语系啦，国美馆就来找我，因为因讲吼，文化部迄当阵啊，第二阮做部长嘛，伊开始要推送即个用台语来讲美术啦，用台语来导览对啊，所以全台湾啊吼，就找4间博物馆要来示范讲啊吼，要安怎用台语来导览，因为迄当阵啊吼，民间当然就已经有一寡台语导览的博物馆的志工啥，但是无大规模。伊文化部讲啊吼 ，OK， 伊要大规模来做啦，要开始去 push 讲啊吼，全台湾的展览啊吼，拢会当做台语，所以啊吼，伊就开始跟合作，合作的时啊吼，就有做即个物件。你看伊下面有几个主题，一个是用台语讲囡仔故事啦，一个是台语的现场导览啦，吼，现场导览安尼，有2个部分，其实有第3个部分，就是伊的展览品啊吼。现场拢有 QR code 互人扫，扫了以后啊吼，伊就要用，伊就会当用迄个啥，用台语来听呢。好，咱来看，先看，等下啊吼，你有看到这张图无？我看卖啊，咱即摆看到的是，咱即摆看到是一个吼，是迄个组合吼，正红迄个图。喂，听无清楚，阮有看到。歹势，我则饲着安尼好，来吼，我来，好来，吼，即张图啊吼，讲啊，这就是讲啊，迄当阵美术馆啊吼，伊就讲来，咱若要做迄个展啦吼，敢若8档尔啦吼，1期半档，迄个袂好啦，咱要台语导览嘛吼，咱还要更较久咧，吼，更较久咧啊吼，较久咧，所以咱咧做迄种常设展，因为常设展一坑就是3档安尼，阮就讲好，所以就吼，阮就开始要做迄个现场展的训练，是一开始先训练阮中大学生，因为阮嘛毋捌训练过外口的人嘛，所以先对阮第一系3年学生，当阵3年开始训练安尼吼。一边我徛伫我边仔，即个是美术馆的馆长啦。阮咧训练的时啊吼，伊嘛会来看安尼啦吼。阮就先阮训练学生啦吼，训练学生安尼吼。来，
吼。啊，训练学生的时啊，吼，等我一下吼。好，训练了以后，美术馆的人啊，吼，就是美术馆的人，美术馆就派人来验收，啊，验收阮迄个学生啊先讲互因看，啊，看了以后啊，吼，看了以后，就现场就去导览，吼，啊，现场就去导览，你看就有人来啊，吼，就是啊，因就甲伊导览嘛，吼，就是听迄个美术馆的现场导览，吼，现场导览安尼吼，啊，另外吼，导览了以后，伊搁做一个 app 哦，吼。美馆啊吼，专工甲伊迄个，因为美馆有一个艺术漫步的 app 啦吼 ，app 哦，啊内底吼拢会放伊的展览迄期展啥，所以伊就甲即个详细展啦吼，你看2017年的10月21到2019年的12月31，有啊吼，即个 app 啦吼，啊即个 app 你若点入去会生做3款呢，就会生做安尼，即幅图是单顶坡的淡水风景啦，有啊，啊你看迄下面。下面会当选中文，会当选台语哦。敢若就是你要听台语啊吼，你嘛会当用美术馆的 app 去听。啊，录音就是阮的学生去甲录音的啦吼。啊，所以有一寡较现代艺术，头拄仔是单顶坡嘛，啊，即幅是迄个眠床有啊吼，眠床，即较现代艺术的嘛拢有安尼啦吼。另外就是讲吼，另外去做一个台语讲故事的活动，就是因为美术馆内底啊吼，迄个儿童绘本区，就是要互囡仔看一寡囡仔册的所在啊吼。定定拢有办讲故事啦，啊，但是拢讲华语故事啦。阮就讲啊吼，啊无安尼，阮嘛来甲做一个，迅速来做一个台语故事。所以你看，迄囡仔的表情，囡仔来听台语的迄个表情，大人囡仔拢真爱，有啊吼。这毋是台语囡仔的场，是猜囡仔讲故事，结果吼讲到大家拢足爱的，有啊吼。所以吼，就是讲迄届展览就对啦，吼，迄届展览大概是生做安尼吼，生做安尼。是第一届感觉美术馆，安尼我家己的经验做美术馆的导览安尼啦吼。过来啊吼，来当年啦吼，当年文化部就开始办即个物件，因为咱头仔讲文化部想要办，所以叫国美馆开始办。啊，国美办了以后，因有4个馆，办了以后就做一个文化部就开始做一个多元语言导览服务示范馆所先发表甲标杆学习活动吼。啊，即个物件就是开始，咱台湾的政府文化部开始大规模推广即个多元语言导览服务。所以对迄当阵2018年开始啊吼，要求讲，文化部下面的管处每年拢爱做一寡台语导览相关的工课安尼吼。相关的工课，好来，来是2018年，过当年啊吼，当年阮开始，当年啦吼，因为安尼当年以后，当年就拢要做嘛吼，啊所以过当年啊吼，阮就伊毋若是家己做尔吼，文化部毋若家己做尔，伊搁补助大家啦吼，补助其他想要做台语导览的服务，拢会当做。所以2019年啊，19年啊吼，阮就甲迄个台中的一个古迹叫成山庄啦吼，成山庄吼，在成山庄合作。喂，嘿，甲伊内底所有的即个导览的物件吼，所有的告示牌啊，拢甲做台语啦吼。你会当看卖啊讲啊吼，内底有迄个罗马字啦吼，啊嘛 QR code 扫落嘛会讲台语，啊这就是阮的教大学生做的啦吼。因若毋是好来 ，OK， 这是迄个啥？中教大学生做，这是2019年啦吼。啊，到尾啊吼，愈来愈深色哦吼，恁来看卖吼，来看卖。啊，因为中教台语系啊吼，做即个物件吼，做甲真有名，所以过当年啊吼，美术馆过来找阮啦吼，因为伊讲2017年有合作过嘛吼，过来吼要合作创啥呢？即摆就毋是由阮中教大学生来讲啊。伊就是因美术馆有志工，受过真好的美术训练的志工啊吼，伫遐咧要来讲就对啦。啊训练了以后，阮有一个验收，就是每一个志工啊吼，拢爱来试导览看卖安尼吼，啊来验收。啊，迄个特点叫啥？迄个导览，迄个特点叫做禽兽不如啦吼。阮吼就是迄个啥，迄个特别的名有啊吼。啊，所以吼，阮就培训伊的志工了以后。咱就甲伊一个测验收，啊验收你看，伊有举一个牌啊，摕一个牌啊，台语导览演示活动进行中，有啊吼，迄个伊就举一个啊，大家就伫遐是就是伫遐导览，吼，就伫遐
因志工轮流导览啦，吼，轮流导览，啊用台语吼，互大家听。所以等于讲，阮甲这批志工，吼，这是上课了的迄个情形啊，上课了甲学员合做伙翕相，这就是美术馆的志工啦，吼，听拢是美术馆的志工。所以自迄以后，吼，2020年了后，美术馆的志工就拢有。就是讲，就迄批人啦，就拢有讲台语的能力，用台语导览的能力安尼。哦，啊，毋若这吼，咱个互大家看一个新式的物件安尼吼，新式的物件安尼吼，好，迄个看一个新式的物件啦。迄年啊吼，阮毋若甲因做一个导览的训练啦吼，我从咱的训练，其实阮搁做一个物件吼，互个看着折页。咱去参观美术馆啊吼，哪是这张图？毋是这张图，等下啊吼。好，歹势有小可应该是毋对啊 ，OK， 袂当看，好吧？喏，就是阮甲做一个折页啦吼，导览的迄个就是现场的个迄牌啊啦，啊，迄个牌啊吼嘛是用。看一下吼，我看安尼会当分享无？分享即个画面无？吼，会使来，吼，那会阁是这？算了，吼，嘛是用台语。即个讲美术馆啊吼，伊个折页就是你伫美术展览的现场看会到的迄个凹页就对啦，迄个说明。展览说明的迄个，啊，包括因家己咱的志工嘛全台语啊，你会当看到迄个演变，演变就是阮中教大学生去演，等于讲吼，对美术馆来讲，因无另外的成本，哦，就是阮家己学生家己训练，家己去遐帮助因导览，帮助因讲故事，一直到尾啊，是感觉即个物件是有重要的，所以美术馆家己的正式的志工嘛来受训练，而且吼，伊用美术的迄个。凹页吼，啊，就是去伫现场互摕，嘛开始用台语安尼，吼，嘛开始用台语。好，啊，过来过当年，搁较新式，吼，搁较我一个吼，搁较新式啦，吼，过当年搁较新式。2021年，这龙光兄就足清楚诶，因为迄年发生啥物代志咧，吼，迄年啊吼，有一个顺天的美术馆归乡的展览啦，吼，顺天美术馆归乡的展览，即我即大家有看到即个无？即个金秀不如的凹页无？有无？有啦吼，这是你看吼，这是啥咧？吼，2020年啦吼，台湾美术双年展，吼，这个金秀不如这个展览嘛吼，阮的凹页可能较袂清楚，阮把所有的拢做台语，啊，佮有罗马字，你有看到迄罗马字大字无？啊，所以你讲吼，台湾美术馆吼，国立美术馆啦吼，台湾美术馆，伊即个展览的现场，伊藏的互摕迄个纸面的资料，毋是干那华语尔，有台语版的吼，佮有罗马字，吼，有罗马字，这就是阮学生的物件吼。你看即个金秀不如吼，2020吼，台湾美术双年展吼，这个罗马字这个有无？吼，这拢是阮学生翻的啦吼。拢是阮学生翻译的。好，来，吼，这是2020年啦，吼，咱来看迄个2021啦，吼，咱来看2021的物件。来，我来分享一下，来，好，来，哦 ，OK， 这是海外顺天博物馆啦，吼，等于台湾的展览。啊，顺天博物馆等于台湾的展览嘛，吼，就安尼啦，吼。我因为迄当阵我拄好啊师培生。哦，就是师中教大的未来要做老师的啦，未来要做老师的学生安尼吼，啊吼，阮就讲吼 ，OK， 安尼阮就带因去遐训练因，毋是台语导览，毋是干那训练一般人的台语导览，因为因拢要做小学老师，阮想要互小学老师啊吼，未来小学老师嘛有带小学生去看台语展览的。迄个看画展啦，看画展的能力，所以我就训练因，训练每一个学生，讲啊吼，恁爱。袂输讲咱带小学生去，啊，要安怎甲小学生导览遮个物件？因为咱知影甲小学生导览甲大人导览是无共款的哇，啊，所以因正做一个其中成绩，因每一个人爱去顺展览内面啊吼，去
也袂输那用一百度啦，用小解小学生的方法去小解一个啦，所以这百度吼，下看内面这百度是中间遐因公主画的啦，哇，一个面面发小几啊角，下面有黄虎旗，迄黄虎啊这中间遐因公主画的图，这个嘛有伫迄个顺天的展览内底。所以你看我简单要小解就是这物件就是讲啥呢？台语导览伫台湾愈来愈普遍，而且范围愈来愈宽。摆已经变做是文化部下面差不多所有美术馆的标准配备啊啦这个物件有啥物重要性呢？这个物件意义其实较大，因为这个物件代表讲因为美术的物件较专业嘛代表讲咱的台语会当去讲美术安尼所以这几年啦，你看我互你大家看是2017年，2018年文化部开始正式要推送，一直到即马5-6档内，其实美术导览用台语已经是一个变成是真济馆处真普遍嘛真必要的代志，愈来愈车赢啦好，我著阶段先小解到遮啦，接落来咱来小解今仔日的洪国雄先生啦伊对洪国雄先生呢我相信来进前拢有伫迄个网络看到伊的简介嘛伊是一个真有经验的美术导览的真有经验的人安尼咱即马后来就甲时间洪国雄老师啦国雄兄伊来甲大家分享一下美术导览等下咱再个回来开讲好来个国雄兄请。嗨，各位大家好今仔日真荣幸、真欢喜有这个机会，甲大家踮咧空中见面安尼是。因为今年应该算自迄个旧年开始我本身我就是有这个想法，就是讲应该爱将美术美术甲生活化，会当用台语去介绍互大家知影安尼是。拄好因为歹势，黄土水拄好迄个咱即马国立教育大学就是日本时代的师范学校这2年拄好拢办着2场的展览，拢是甲黄土水咱台湾头一个艺术家有足大的关系伫个。拄好现场拄好有家长希望讲会当用迄个台语来做导览安尼。因为我10几年前我捌去学个正统，比如咱讲正统台语，但是罗马音久无写拢，罗马字久拢无写拢较袂记啊。但是讲较无问题我就讲好，安尼我来接受即个任务。台北展览煞了，拄好高雄美术馆因也拄好有即个需求嘛，所以我就想讲，高雄美术馆叫我去南部去讲台语台北人去讲台语，毋是迄个观光的面头前迄人大刀吗？但是尾我即摆落去，我6月甲8月拢有落去的时阵，我就发现一个危机啦我会记以早10几年前，我咧电台，包括迄个夜农上班的时阵，我就有一个经验，就是讲去南部你若袂晓讲台语啥物代志拢免做啊。但是我即摆去的时阵，我感觉有足大的危机，就是足侪少年的会晓听，但是拢袂晓讲。所以我就感觉讲好安尼，我感觉讲有即个需要就有迄个美术展览来介绍到台语搁兼美术来去做结合安尼是。因为坦白讲自从甲开始联络了时阵我就感觉讲要将迄个台湾的美术咧1点外钟去讲互详细是有较困难啦，因为台湾美术。咱若要讲以时间来讲虽然讲毋是讲真长，但是嘛无讲真短啦。一般咱就是讲以即个蒋纬以迄个黄土水为咱台湾美术的开始。1920年代迄阵少年人大部分拢以两个人当做因的迄个模范的对象啦。一个就是迄个蒋纬水。一个是黄土水。黄土水迄阵有一个想法，就是讲，因为黄土水是1895年出世的，伊就是迄个讲，咱台湾人若要互日本人看会起若爱美术的人，上好会当去考调
东京东京美术学校，就是即马东京的迄个国立艺术大学。上好你的作品佫会当参加帝国美术展览。黄土水伊虽然讲是出世伫咧艋舺的人，但是我拢感觉伊嘛是阮大稻埕的人，因为我是大稻埕的人，因为黄土水自从因倒送往生了时，12岁伊就甲伊的卡送就搬来甲迄个大稻埕，大稻埕伊搭大街迄个所在，我嘛去甲找出来。黄土水就一路上咱台湾人定咧讲，拍断手骨颠倒用因兜虽然是讲足散车，但是一路上读迄个迄个大稻埕公学校，一直甲迄个师范学校，甲考调日本的迄个东京美术学校，一路上伊拢是伊就考迄个公费，考公费，然后伊去日本的时阵，当初是拢互人看无起，人拢看伊甲乌达山，佫笑伊是迄个高山族的啦，但是黄土水，我感觉伊真有志气原来是真拍拼，伊的作品就入选着帝国美术展览。你若讲着入选一届就已经是真了不起啊！伊是连续4届，连续4届伊拢有入选。那帝国美术歹势，帝国美术展览那以早迄个时阵，连日本人拢要入选，拢足困难的。更何况讲，咱是迄阵去日本人管，所以黄土水就入选迄个展览嘛即摆就是所以讲伊黄土水即摆即个展览以甘露水我即摆上顶悬迄就是甘露水你要分享，但是你爱甲我讲一个，我才会分享帮你迄个图。好。所以即摆当开始分享，嘿。好，安尼这图大家看有啦，是毋是即个图？对。当下你看这个图无？对，有，我有看到。即个图。这张图，这张相我感觉讲真公平嘞。因为咱若变讲，咱以中华民国的历史来讲111年，这会使讲咱台湾的画家头一摆出现踮咧咱的总统府。迄天伊暗时有迄个光雕嘛，光雕这个展览时，我有特别走去现场去看。当我看到黄土水的即正甘露水安尼浮于迄个总统府的上顶悬去展示，我在场的人拢足感动的啦。即件作品今年会当出现踮咧展览场原来是一件足神奇的代志。因为差不多几若10年以来江湖上拢咧传说讲，即件作品是已经消失啦。有人讲是咧台中张医师因兜捌看过安尼先但是我先来介绍即件作品。黄土水36岁就往生啊，伊着迄个咱即马讲的无肠炎，但是无肠炎咧日本时代的时阵迄阵就敢绝情人法无药通医治。因太太就将伊所有作品的迄个模佫伊的作品拢甲搬转来台湾。踮咧咱即马讲的迄个中山堂，日本时代叫光辉堂踮遐做一个伊的展览。展览煞了，包括即件作品内底拢爱归入迄个日本时代叫做台湾教育美术会馆，就是即马咱的迄个国立228纪念馆。即件作品就拢要用刷建好了迄个场所佫互改做是台湾议会临时会馆。咱大家拢知影，尾仔迄个省议会就刷位台中的不通嘛，刷位台中的不通。即件作品就同齐拢要刷去。到台中的时阵，我根据我尾仔有去请教人去访问人，即件作品是安怎用等咧迄个台中车头以早旧的台中车头大门的迄个倒手边入口遐。即个作品遮尔水用家己招的手路拢足油的。
竟然有人遐尼无眼光，要去甲等咧迄个火车头边啊。但佫无要紧哦，伊佫用破乌目水哦，按伊迄个屠宰下骹甲咱街边遐吼，规个拢全乌目水。迄尾啊，阮知影着讲是以早国民党时代吼，一个省议员感觉讲啊，即种无穿衫无穿裤见笑死吼，败坏着迄个社会风俗，这要哪会使放入去国家的迄个吼艺术的迄个收藏内底，转下命令叫搬艺术品的迄间公司吼的人将即件作品甲等咧迄个台中火车头，经过3暝3日吼了，即个搬厝的即间公司吼的头家，甲台中即个张医师的太太，咱讲的迄种神仙嘛，是好朋友，甲因讲即个消息，因为因知影即个张医师平常时除了是一个医生以外，伊佫是一个业余的艺术家，有脑咧做雕塑。即个张隐贵医师转紧利用暗时去台中火车头去看即件作品。伊感觉即件作品实在是足优秀的佫安尼真特别，造型啥物拢足特别的尾伊佫知影讲这是黄土水，哇！知影这黄土水的作品了是哇不得了伊要甲等下，无爱插伊。佫毋甘所以尾就拜托即间搬艺术品的公司，将即件艺术品搬回台中的诊所内底，搬回诊所。搬回遐的时阵头尾踮咧诊所有放10人，即摆即个展览开幕时阵我有邀请去参加开幕典礼，带迄个张医师的公主甲囝儿4岁，拢有去遐参观，拢有去遐参加。参加了后时，因就我私底下我捌甲因请教一寡问题啦伊讲当初时因老爸知影即件是黄土水的作品了时阵，佫迄阵是戒严时阵全拢毋敢讲。即摆因囝人若甲问讲有关的即件作品的一寡问题张医师拢真简单就甲因讲起来甲因讲所以因嘛毋知影，伊的囝儿时岁细汉时嘛毋知影这是黄土水，嘛毋知影讲即件作品叫做甘露水，因拢叫伊啥物知无？漂亮，漂亮的字，漂亮的字。大概等到张医师的第2后生读到高中的时阵，伊拄去现着相似的一本美术杂志。我伫怀疑讲伊看到甲我收藏的迄本是同一本的，因为迄本内底有一个单元拢咧介绍黄土水，但是介绍到即件作品的时阵，拢下骹拢在写莫名失踪。张医师因囝讲哪有失踪？即件作品就是阮自细汉拢踮咧阮兜看甲大汉，哪有失踪啊？伊要到尾安尼才去了解去研究黄土水是啥物人伊是安怎迄个台湾美术对于遮尔重视即件作品全囥咧因诊所16年了。听讲这16年中间以早的迄个警备总部定定拢有派人去因诊所那拢惊讲是要啉茶泡茶啦，其实是咧看因要变啥物网迄个张医师尾经过16年了嘛是加减有一寡岁数伊感觉讲惊讲后摆即件作品会害着因厝内人。所以甲因木方的亲情参详好势，因亲情踮咧木方也有开一间工厂嘛伊讲我有一卡箱仔的物件是毋是会当暂时放咧恁的迄个地下室内底？你毋通去掀这是对我来讲是足重要的物件。所以讲伊就用迄个咱讲的迄种塑胶袋佫用麻布袋拢甲包起，敢若袂输咧包木乃伊佫用迄个茶箱拢甲钉死的。即件作品是安怎会去用？搁较确定讲咧张医师遐因为足侪人拢咧讲，拢有一个印象，以早
因咧去因诊所遐看病时，拢捌看过即件作品嘛。啊，包括我学美术的老师吼，我学画图老师的囝，阮也咧台中咧做医生，啊，伊甲因厂家吼，嘛有一点仔交情啦。啊，伊先去探路草，先去探路草。啊，对方嘛是一开始嘛是无意啦吼，想讲，啊，你忽然间毋知问即个问题，毋知是要创啥吼。啊，到尾啊，就互伊的诚心诚意吼所感动了，所以阮老师因囝就将即个消息哦，感觉足欢喜的嘛，将即个消息甲即个咱即摆迄个国立教育大学吼美术馆的馆长吼林万里教授甲伊讲即件代志。啊，林教授本来对于台湾美术这方面的研究吼，都是足专门的。啊，伊甲咱蔡总统吼，蔡英文总统，佫有真好的交情。伊就敲电话甲蔡总统讲即件代志。啊，蔡总统本来嘛是足重视的啊，吼，所以伊就授权予伊个李永德，就是咱即摆的部长，文化部的部长。好，所以就自旧年的4月开始，就足有诚心的吼，去台中去张医师因搭去拜会到伊的囝儿逝世。啊，即阵啊本来是想讲吼，就是会当照出来展览，就已经算袂歹啊，吼。啊，展览煞的时阵才搁限因嘛，吼。啊，旧年的4月去的时阵，甲旧年的9月吼，就确定啊。文化部有提出一个吼真详细迄个保护的计划啦，就是讲咧展览内底想要安怎去保护即件作品吼，啊要安怎去布置啊，是等等。张医师因的囝儿逝世，互我足感动的吼。因就讲，既然看到咱的文化部遮尔有诚心吼，有这诚意，好，因就要遵照因岛上的遗言。吼，就准备要将即件因岛上张医师在生的时，就捌甲因讲过。吼，后摆吼，若拄着对的时间，你若拄着对的人，就爱去做对的代志。啊，会记哦，咱即件作品是要献互国家，毋是要关乎国家哦。各位，你想看觅啊？差一字意思就一顿差九笑嘛，吼。所以当迄个李永德部长吼，啊，佫去的一寡工课人员，大家听着讲，因要无条件吼，要将即件作品关乎咱的国家，迄是足感动的一件代志。无你到尾啊，吼，咱即摆拢知影黄土水，踮咧若迄个拍卖场的市面上内底，伊的艺术作品是介绍足悬的。啊，迄阵啊，咱的部长就想讲，因无功劳嘛有苦劳吼。恁保护即件作品已经几若十档啊！啊，恁有要需要啥物要求啥物款的条件无？吼啊，想袂到讲伊的囝儿逝世，就讲无，阮就是无条件要献互国家。所以即件作品才会踮咧旧年9月开始吼，啊，就决定踮咧迄个教育大学咧办即个展览。啊，即摆已经展览煞，台北展览煞，搁高雄也展览煞。即摆即件作品，我所知影就是已经安全登去到迄个台中国立美术馆，后摆就是永远拢是迄个文化部吼咧收藏的。啊，即件作品是咱全台湾吼头一件用台语招去做的，所以咧1921年的时阵，迄阵啊吼咧日本着地震的时阵，黄土水哦，佫有踮咧迄阵啊迄个日本的一本杂志顶悬吼。吼，伊就写着伊的心声啦。吼，伊讲我出世在即块土地吼，所以我爱即块土地，迄是真自然的代志。啊，伊讲的即块土地当然是讲台湾嘛，伊无可能去讲日本嘛。所以黄土水就将即件作品吼，其实就是阮来足珍贵吼，足珍贵咧收藏。啊，就是因为即件作品，从1958年吼。陆明失踪了，到旧年中出江湖，等于讲台湾美术界咧找找即件作品吼，找找74年，对。啊，所以讲当即件作品吼，到踮咧迄个国立教育大学咧展览时，这是一件真有意义的代志。因为安怎黄土水嘛是已经校的校友啊，毕业的校友，所以教育大学吼，伊就咧替校友甲
包括黄土水即个遮尔伟大的即个台湾的艺术家，等于讲敢袂输咧转来后头厝共款安尼。所以所以讲国立教育大学是真重视即件展览，尤其是即件作品，非常的珍贵对对。黄土水伊嘛是，算讲咱伊的作品内底上尾迄件作品，就是咧台北的中山堂2楼甲3楼有一件足大件的迄个迄个壁画，就是讲咱讲用迄个铜落去做的水牛群像，迄件作品是黄土水上尾一件作品，对，伊为着要迄件作品，就是迄阵为着要庆祝迄个日本人要庆祝因算讲来台湾40周年，所以黄土水转去甲东京咧做迄个收束，尾啊迄个过程的迄个经历的时阵，结果就是伤过忝嘛操劳过度，所以伊往生踮咧东京的迄个工作室内底过1礼拜了，才去互发现。就是伊的学弟嘛是咱台湾的头一代油画家李梅秋，就是讲奇怪，咱会几若工拢无看到学长全去伊的工作室去敲门敲门讲往来开，全去请迄个厝头家，厝头家来开的时阵，结果黄土水就已经迄个往生伫内底已经差不多1礼拜，所以李梅秋啦，甲伊其他的学弟全帮助因太太踮咧东京甲火化了，李梅秋佫派着伊个咱讲骨头鱼转来台湾。伊上尾伊的迄个公祭仪式就是咧咱即摆台北市仁爱路迄个青少年活动中心遐边有一间迄个一间禅寺伫个即摆迄间禅寺刷位较后壁去就台湾总督府若对伊足重视的，所以办着一个真隆重的迄个仪式的典礼来纪念。所以我感觉真可惜，就是讲黄土水才有才情，遮尔才情但是36岁上帝都叫伊转去啊。伊若会当讲搁加我几年，我相信会当对咱台湾的美术有搁较大的贡献。今年拄是台湾文化协会成立100周年嘛，10月17拄满100周年。咱今年咱总统府会当有办即个真特别的台湾美术的即个光雕的迄个展览，所以我感觉讲对在台湾艺术家前辈是一个真重视的一个仪式啦请换后一张，佫是这是我咧现场翕的，我同款有迄个黄土水的。画一个我找看卖。无来，同款黄土水有足侪张诶，你讲的是敢是即张？即张是另外一个，完全无是，伊这卡车片对，所以伊这是整个用迄个大理石落去做。即件作品真大件嘛真重迄阵我会记诶踮咧教育大学拄开展无几工诶时阵，拄着地震。大家咧烦恼哇，惨啊！遐个艺术作品，黄土水即件作品，毋知安怎卖。结果阮就问遐内底迄个警卫讲，即件作品老神在因为真顶到就对啊所以拢无啥物受到啥物影响的。但是你来看伊即件作品伊规个骹车片啦甲伊头前佫有一张正面的。有一张正面的，对，即件正面的其实我另外甲互一个名叫做迄种蛤蟆精啦。各位你来看有像迄个咱以前迄种咧行路的时阵有一个查某囡仔踮咧内底敢若无用迄个壳，敢若有蛤蟆精的迄个壳安尼。其实伊另外一个名就是叫做甘露水嘛。甘露水你若佛教徒会当去 Google 查看卖伊讲就是咱观世音菩萨33个迄个
法相内底其中一个甘露水观音的故事，因为迄个故事足长的吼，所以我踮咧遮就无讲的是，但是你即马看伊迄个道材下骹吼，甲咱即个改编遐吼，其实咱即马是用相安尼看吼，看无啥菜，你若咧现场看上，看到伊迄个改编迄搭遐吼，音部迄搭遐，佫有一寡迄个乌目水的迄个掠伫个。我捌问过，因为即摆吼，黄土水即件作品吼，国立教育大学有那真厉害哦。因去因为因即间学校甲东京美术学校是迄个姊妹啊学校，因着邀请吼日本一个国宝级的即个雕塑的修复师来台湾。迄个修复师包括咱中山堂迄件吼，嘛是日本的即个修复师负责去整理的。即件作品，伊讲，伊就讲过吼，伊讲迄个掠吼已经年久月深啊，掉底啊，你若硬要用迄落一寡药水去甲洗好清洁时，不但对作品无加分，颠倒作品会受到伤害。所以讲，若有诶掠袂当甲清落来了，就甲留喺遐用，毕竟这嘛是一个历史事件啦，历史事件。黄土水即件女性伊是日本的小姐。这个人讲又讲伊是毋是咱台湾小姐，毋是伊日本的小姐。但是伊展现就是讲，你若看咱若讲，若无信心嘛是讲实质头壳一定是淡嘛。但是伊的下骹伊的头整个是压向顶悬，这就是真有自信真有自信，你吸收到咱讲光影迄个养分，才会当展览着即种的迄个形象出来。黄土水其实我有看伊在生的时阵写的一寡内容，文章的内容伊就感觉讲，咱台湾即个土地比如讲经过400几年以来经过有足侪外来的团体来政体来统治嘛。伊感觉讲台湾即个庙亲互伊吸收着足侪养分，迄个营养的养分伫个所以伊就敢一个庙亲共款愈受着啥物困难的时阵愈勇敢嘛，就是。所以即件作品你若现场咧看时，太新有影做足感动的。即件就是黄土水即2年感觉嘛是足神奇的咱日本的代表谢中庭部长的时阵，咱有一个咱台湾住喺日本的一个台教踮咧日本的迄个佐渡岛有一个公园内底，讲发现有一件迄个雕塑真特殊，结果伊挖滚起来看，竟然是黄土水的作品伊就将即件消息甲迄个谢中庭讲谢中庭我也真重视特别佫专工转来咱台湾去高雄的迄个桥头糖厂，因为迄个日本的迄个像是迄个日本时代咧桥头迄个高雄的桥头做迄个糖厂做厂长的。迄个日本人就已经战败了，惊讲即件作品会全乌有去嘛，全将迄个铜像刷转回佐渡岛，因为迄个厂长就是佐渡岛的人。迄阵谢中庭本来是想讲，参详讲看会当互咱翻刷翻一件作品，转来咱的迄个桥头的糖厂咧。结果想袂到迄个日本的迄个佐渡岛的市长伊就踮咧网络做一个调查，市民的调查看是即件作品是拢要甲共款要甲留喺迄个佐渡岛还是讲要互伊送转来台湾安尼。我咧想啦，因为日本人嘛毋知影即摆人嘛毋知黄土水是啥嘛，所以因就听讲有超过80%以上的人讲赞成讲即件作品互伊迄件作品互伊转来台湾，所以迄件作品即摆已经
暂时收藏踮咧台中的国立美术馆。啊，听讲就是咱甲即个咱桥头糖厂遐若整理好势时阵即件作品就是要刷转回高雄的迄个桥头糖厂。这后摆定定那不管讲是咧国外，还是咱台咱台湾有去高雄的时阵，会记咧去桥头糖厂去参观另外一件作品真精彩。好，那这是我另外佫想到的啦所以黄土水不管讲你按头讲按尾讲若讲到台湾美术，一定都爱按伊开始，因为伊是头一去日本学美术的嘛。好，来后一张，你凊彩办倒一张拢会使。对啊，因为好，这就是我即摆，因为我即摆经差不多有5、6个，拢是咱台湾美术各方面的 No.1 啊，即个艺术家是我足钦佩。我钦佩毋是讲伊甲我拢共姓洪，伊嘛是阮大舅弟的人，伊叫做洪瑞麟啊，我迄个今年拄是伊110个迄个寿诞啦。台北市立美术馆替伊办一个足大的迄个展览啊，我会记我那开幕的时候，我嘛有互邀请去参加我伫签名的时阵因看到我签洪国勇，结果迄个美术馆的人就着惊一个讲，我是毋是迄个洪瑞麟的囝儿4岁？我就笑笑我讲阮是有一点有关系啦有关系啦。其实是洪瑞麟因大汉老师的名，叫做洪维雄，甲我差一字嘛差一字。我讲我甲伊有一寡点仔关系，这嘛是合理的阮拢是大舅弟，而且阮的祖厝离伊早伊的厝，拄行路就免5分钟就到。好，洪瑞麟是阮若是伊是1910年所出世的。伊有若是石川金一郎，石川金一郎是迄种咱台湾美术内底只要你若学西画不管有迄个画油画，还是迄个水彩，拢是石川金一郎的学生，伊就是伊的学生，较尾期的学生。洪瑞麟兜呢是足善车，所以踮咧阮大舅弟就是读迄个咱讲的讲，敢迄个毋是国语啦，华语是讲艺术啦，就是讲艺术即种私人的学校，就是要有善车人佫有迄个原住民的囡仔去遐免费去遐读册。洪瑞麟就是自细就是去遐读册伊受到伊的日本校长的迄个影响。伊讲伊有一摆行为校长的迄个校室的门骹口时，看到校长真虔诚咧祈祷顶悬阁有一张耶稣基督的像安尼是，伊就互因校长迄个祈祷迄个虔诚的模样所感动着。佫另外就是伊迄阵踮咧遐内底有一个老师对伊影响嘛足大，因为坦白讲，咱日本时代迄个洪瑞麟兜佫遮善车以前有法度去知影讲有米勒佫有迄个五福就是咱讲芬克，这西洋的艺术家，那你日本时代迄阵是根本是无可能的代志嘛但是这个咱这个老师傅呢是阮大舅弟啦，伊有收藏着足侪种西洋的即种画册，伊拢无条件叫洪瑞麟去看洪瑞麟跟我拄仔讲，因兜阁是善车，因兜迄个啥厝头甲后尾后尾拢是阮大舅弟，比如讲伊看到拢是艰苦人，比如讲因兜就是阮大舅弟迄种冈山楼冈山楼逐个那应该是种较捌听过冈山楼有遐个艺段嘛，艺段拢是因为家世歹身世拢较凄惨，而且袂去遐种做艺段。另外一边是拢专门咧画咧耕迄个地米耕地米啦，是讲咧装箱的迄个咱讲科路迄种艰苦人包括洪瑞麟因兜家己本身环境嘛无讲真好嘛，所以讲
伊温啊真拍拼，所以一般的校伊无才调去读嘛，毋才会去读即种免钱的学校吼。啊，拄啊伊去拄啊石川金美龙吼，鼓励伊的学生学做内中怀，内中怀就是归人尴尬的竞赛。吼，啊，伊本来嘛是想讲要去东京，要去学美术，但是石川就甲讲，你无正式去日本学美术哦，但是你的作品寄到日本的时阵，就拢有得奖啊。所以你有去日本，无去日本，应该是无差。你遮有趁钱吼，遮有做生意，不如你将做生意赚来的钱来支持推动台湾美术活动所需要费用嘛。所以那种话阮也是足听话。专点的阮圆环阮台北圆环迄个南京西路遐去成立着台湾有史以来头一间美术补习班啦。日本人讲因叫做迄个美术研究所对。洪水林就是因为去遐去学画图嘛啊受到石川金美龙的影响，啊因个学位拢受甲足俗的啦，足俗的。啊，洪水林踮遐学差不多2冬外的时阵，就那种怀啦啊包括个另外一位先辈都陈淑琪就甲因鼓励讲，恁踮遮若学甲结业了的时阵来，我带恁来去日本，来去东京美术校继续来去深造啊，所以恁来去日本的时阵恁去的时阵，初开始正大恁拢免烦恼迄个黄土水学长甲我拢会甲恁发落甲好势，所以洪水林就安尼先就去读迄个东京美术校。啊，因老爸是迄阵咧阮大舅店的迄个地商内底咧做咱讲做店长啦。所以呢，迄个业绩啊，佫袂歹，佫有法度讲寄钱，互伊去去当做伊的生活费甲学费。但是到尾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时阵，就迄个地米的生意就足歹啊嘛所以因老爸薪水向减一半，啊，就无法度佫寄钱去互洪水林啊。啊，本来洪水林就想讲无规矩卖读啊啊，迄阵就我拄仔讲迄个内中怀就感觉讲，你若读到一半无读拍算无要紧，我寄120箍去东京互你，你无论如何你来继续完成迄个行业。讲伊啊，咱即满来120箍来去迄个麦当劳食一个套餐，都还佫无够诶。但是1930年代迄阵120箍是足大元的呢，所以黄土水洪水林都有这笔经费了时，都抱着足感恩的心情继续甲完成伊的学业。啊，伊咧日本嘛拢看到足侪。伊去日本的迄个山形县就是迄个阿信的故乡，看到足侪艰苦人嘛。所以伊自迄开始的时候，伊佫想到伊家己的本身的环境甲作物所以看到艰苦人是拢足，免咱讲会当用同理心去理解呢。所以这是尾伊转来到台湾了时，伊全为着要报答这个温情啊佫上面生活嘛。需要马上跟安定落来嘛，因为伊转来台湾的时阵，伊的大兄甲伊的倒送拢已经往生所以伊就一时之间伊在担起厝内的责任嘛，伊下骹佫有迄个弟弟甲妹妹，所以伊就拄仔迄个种话来讲，无你若无去验暂时先稳定落来。阮踮咧迄个随风归人迄个随风，到阮迄个随风遐，阮遐有欠迄个炭矿矿坑内底有欠工人你要来志无？各位你想看觅啊？洪水林东嘛是一个大学毕业，伊踮咧日本是读迄个即卖武藏艺术大学，伊早是日本时代帝国艺术大学，伊嘛是大学毕业的啊。你讲有的人是哭袂落去但是伊为着要保温，为着家庭生活爱稳定，伊转去迄个随风去做迄种矿工。伊本来想讲，伊若做10冬了，欠一笔钱就要去迄个巴黎
学西话的人拢一直想讲要去巴黎嘛，但是想袂到伊全踮遐做矿工，一做35冬，做甲伊退休，有人咧来讲，你安尼，逐工拢踮遐安尼乌素素搁热天热到要死，搁性命搁无保障，你袂感觉辛苦吗？有的人若较够埋怨的人讲，足辛苦的，但是足看会开的啦。伊讲袂啊，哪会辛苦？我逐工拢会当免钱去看到迄个米开朗基罗，遐咧画遐个人的迄个作品伫，袂啊袂辛苦啊，伊就是看到这劳动界这做苦力迄个苦劳的人，就是拢会真辛苦坦白讲，透早入去，是毋是会当看到明仔载日头，拢还阁毋知影，所以迄阵咧矿工发生爆炸的这个事件是足多，日本时代遮个人拢是无讲像咱即马有路检部伫个，洪水林是正刚先入去炭矿内底伊是做甲一个坎站了，像才慢慢甲升做工头，升做厂长。连到尾伊的太太拢是工头的查某囝，所以洪水林在生的时阵捌咧讲过伊讲伊即世人伊想袂到讲伊的生活佮伊的喜怒哀乐，连伊结婚拢是甲炭矿拢是白做伙，生活拢白做伙，所以伊画遮的迄个矿工拢真用心，大家拢对伊足信任的。伊入去炭矿内底伊拢甲佮炸一个啥物素描的迄个图伊这拢是用水墨来画各位你想讲奇怪，迄个炭矿内底拢乌素素对无免哪画图，所以伊无画油画啊，因为伊真巧，伊用迄个米去温水。放咧啥物内底，知无？放咧迄个古早咱无翕相拢有菲律木，菲律木外口毋是有一个塑胶的迄个壳啊伫个嘛？伊就将迄个迄个咱讲海米去温乌目水，去放咧迄个咱讲菲律木的迄个壳啊内底安尼拢咧炭矿内底，较袂讲规个乌目水拢压出来嘛即摆若用甲煞顺，但是。佫足想要画要安怎？伊另外一招佫真巧，伊个乌目边去温咧迄个涂骹，炭矿迄个工人有当时流汗，拢会滴咧涂骹，炭矿内底嘛较湿嘛，伊就安尼变去温一寡水，温一下水继续完成伊遮作品。所以有人讲安尼伊就无专心咧工课啊伊哪会使佫炸迄个素描 sketch 图啊？这就是伊的头家，原来是伊的学长内江怀特别温准伊的。伊讲只要你若无去影响到工课依咱共款拢是学画图的这个心理我温准你炸一个素描的图啊踮咧内底若休困的时阵，有闲的时阵你就甲画来安尼先。这个工人拢对洪水林真信任嘛。本来用迄阵个有人甲讲，你嘛毋通，你若要人画嘛，人讲者，互阮若身躯洗互清气的时阵再来互你画安尼是。但是洪水林就是希望讲，看到种真心佮真写实的这个现象嘛。所以你看，歹势，伊咧画遮个人，拢真写实。动作表情拢足自然的，拢免特别去摆 pose。嘛问过另外一件，嘛是炭工的作品。对，这个我这摆展览的时候，我捌去现场去看，伊这个乌衣裳叫做阿坤伯啊，叫做阿坤伯啊。听讲伊一年探丁365工364工拢无咧洗骹的。为什么？用洗骹也无效啊！这洗骹明仔载连面都爱搁入去炭迄个
炭矿内底啊嘛吼，啊为伊洗骹就是迄个咱讲的二九米遐，吼，啊二九米遐，所以伊就是拢，所以伊画遮炭工遮人的表情吼，拢无甲一个人的有画笑面的，因为生活都艰苦济寡，吼，啊你要哪笑会出来啦，吼，啊个生活嘛无保障啊，所以有炭矿的爆炸吼，甲战后了1980年的时阵，佫发生过上无有3-4件迄个炭矿的爆炸。啊，我上记迄段新闻吼报足大个。啊，迄1980年拄仔是洪水林吼退休，伊去尾来李文秋佮介绍伊去夜转去加资吼，加资了时，伊就1980年时嘛有下啊吼，啊，佮因太太嘛往生啊，因太太因囝希望讲替伊换一个环境吼，啊换一个心情的，就是伊的囝儿时阵拢踮咧美国去发展嘛，所以洪水林就好。就迄年就要离开台湾，但是真正吼足拄啊好诶。伊要离开诶迄年时，台湾迄2-3年啊，毋知是安怎吼，连续线吼，炭矿诶灾变吼，差不多有3-4件，啊一摆比一摆死伤诶人吼，搁较严重，啊死足侪，我会记印象足深诶，往生足侪迄个阿美族，咱诶原住民，啊洪水林吼。咧电视新闻看到这新闻的时候，伊感觉足心疼。伊感觉讲，这炭工的这兄弟啊吼，甲伊就是袂输敢若家己的人共款啊。哦，啊，看到因遐无死的嘛变半条命。洪水林全决定要举办一个义物，迄个义典，吼。踮咧阮朋友因爸爸开的一间迄个阿波罗吼回廊办迄个义典，迄个义典吼，所有的作品。吼，伊诶迄个炭工诶作品拢卖出去哦，卖出去了，伊敢扣掉迄个咱讲诶种开销诶费用以外，其他诶钱拢捐出来，互遮受难诶遮家乡吼，去做一个算讲迄个基金就对啊。啊，伊去个展览煞诶时阵，伊就将伊所有诶作品吼，1800几件，拢走去美国。走去美国，毋是讲伊毋是讲伊家己自私讲啊，这个作品无爱用看，拢走去美国，毋是，伊是想着讲，伊无爱互这个作品吼，因为每一个作品对艺术家来讲，拢是家己的囡仔共款来，伊无爱讲安尼甲农家散体安尼吼，遮卖一张遐卖一张安尼先，所以规个拢走去美国，啊，这就是阮啊，就是伊当初是有这个想法的时阵，甲准你吼，啊，我共款我足感动诶。伊个囝儿逝世吼，就决定要遵照洪水林的心愿，就是讲这作品吼，后摆呢踮咧适当的迄个时间吼内底，应该爱转来台湾的故乡。啊，因这时阵我感觉足钦佩，就是讲，嘛袂讲诶，哇，真消摊还是安怎？因敢若留几件吼，迄种要做纪念性的作品以外，其他全部拢捐转来，部分捐互台北市立美术馆。部分捐互台中国立美术馆，所以在咧今年的时阵吼，台中甲台北吼，拢有办理大型的展览，啊是足精彩，将伊早期的作品咧东京美术校的，啊无上早的作品是12岁，伊模仿着迄个米勒吼，啊个米开朗基罗的作品，一直甲伊咧炭工咧炭矿遮35年的作品。甲上尾伊转去美国，吼，作品，伊转去美国作品了，甲咧台湾作品哦，风格就无共款啦。因为伊踮咧台湾遮作品，拢是咧咱讲咧炭矿内底咧画嘛，吼，啊，所以拢用迄个乌墨笔啊。因太太，我听因囝捌咧甲我讲，因敲送财神的时阵，捌甲迄个因导上讲，洪水林讲。你嘛吼，画几张啊较水的、较清楚的，画花啊啥物吼，你嘛毋通拢画种啊乌噜噜的吼。后摆阮要卖嘛较歹卖安尼。啊，然后就是迄个洪水林就是这作品拢无想要卖嘛，吼，所以毋才拢走去美国去。但是伊去美国的时阵，就拢无共啊吼，因为伊毋免阁落去迄个炭矿啊嘛，
伊去住喺加州，加州诶吼日头真炎，风景拢足水诶。所以甲尾仔去遐时，哇，看到5月，歹势，看到5月17日色彩，都伊诶甲美国了，所有拢画彩色诶。上尾啊一件作品吼，就是有若画炭矿，画迄个矿工、炭工，但是迄件炭工是画彩色诶。所以上尾迄件作品，伊就是无签名嘛，因为未完成的时阵，伊人就已经往生去啊吼。所以伊是咱台湾会使讲有史以来吼头一个会画迄个矿工的艺术家，所以阮拢甲吼尊称吼做伊是咱台湾的迄个矿工的画家吼啊。西洋的咱所想到一定想到迄个 Van Gogh 嘛吼5号，但是5号无去做矿工啊，伊是为着要去传教吼，去迄个炭矿内底甲遐矿工去大做伙啊。但是洪水林是正工有落去炭矿内底吼，去体会迄种生活，所以各位啊，是35冬的，毋是35工的，所以这毋是一般人吼会当去做会到的吼。啊，所以讲咱甲伊嘛往生差不多要30年啊吼。今仔日过来看伊的作品的时阵，其实包括即卖画家吼，嘛无几个会当去替种社会上改善的人吼，用伊的作品去呼吁着大家都爱注意着咱讲的这社会改善的人的生活的状况。洪水林是头一个，所以我感觉伊我的心目中内底是非常伟大的。好啊，后一张是麻烦中坡迄张遐，啊。敢是即张？啊，这张毋是我用这张啊，这张我特别讲介绍一下吼，还是即张？毋是你拄啊读拄啊迄张来，我搁讲一下吼。伊去这张是咧日本的时阵吼，伊画迄个日本的迄种艰苦人吼，艰苦人啊落风迄个落雪雪冻的时阵吼，啊踮咧用咱讲早市吼咧卖物件，所以伊也有咧卖白菜啦吼，啊遐个人。大家拢咧穿较足够，因为落雪嘛。但是这件作品是日本时代的作品，它会变彩色的。我讲哦，这足趣味的。这件作品其实伊尾啊，经过50几冬吼了，洪水林有甲迄个修改过吼，因为油画物件得放久来拢较会变嘛吼，迄个色料拢较会变。啊，尾啊伊咧修复这件作品的时阵。这件作品的头前吼，照一个迄个，一个上头前有一个白喙手的黑衫，对无吼？其实咧1930年代伊画这件作品的时阵吼，这个黑衫还阁少年，但是经过50几年了，洪水林就甲修复的时阵吼，就搁甲画迄个白色的喙手去啊，啊，大家就人讲，啊。你呢本来就无喙手，你又甲画喙手啦。啊，洪水林就讲，啊，经过50几年，我嘛老啊，啊，所以伊应该嘛是老啊嘛吼，所以伊就甲画迄个有喙手的。啊，这个时阵是伊还未转来台湾，吼，所以讲伊踮咧日本的时候，阁有一寡彩色的迄个作品，但是自这个期间开始，就是吼，注定讲伊后摆伊转来台湾的时阵吼，就是拢要画这艰苦人啊，就是，所以这件作品嘛是真重要哦。嘿，好啊，后一件，好，嘿，这对，这件哇，这件更加不得了。咱台湾头一个画家陈澄波，我想陈澄波。一般顶个大家拢较知影，因为是往生踮咧二二八事件内底。但是伊这个作品是画迄个咱新北市的淡水哦。你有看迄个正手面中啊，遐有迄个淡水沟对无？吼，啊中啊有迄个白色的迄个建筑群吼，这就是咧日本时代甲战后了吼，差不多到1980年的时阵，只要若去淡水的人吼。一定会，若是尤其是艺术家，一定会去画两栋楼仔厝，
一栋就是这栋白楼，吼，另外一栋就是红楼。啊，白楼吼，踮咧1980年，他这边1990年的时阵，因为年久月深啊，迄间厝吼，就拢已经变灰灰灰灰啊啦吼。啊，尾啊，就是去互拆起来，啊，所以大家尾啊，就感觉足可惜的。啊，这件作品是陈澄波踮咧1932年吼，按上海转来到咱台湾了后时阵，伊只要若有来甲台北，一定会来淡水，因为淡水有足侪伊的学弟啊，比如讲画家杨三郎，吼，因兜以前嘛有一个别庄，咧即摆咱的迄个淡水红毛仔社下骹，吼，啊，即摆伊已经别庄老早就向拆起来，即摆变一个停车场，吼，啊，阁有伊的迄个熟悉的日本老师嘛，拢住伫遮里，啊，你就知影淡水是。咱若莫去若讲莫看看板吼，你会感觉袂输讲去外国共款啊。因为淡水日本时代因也嘛带足侪学徒啊，敢若迄个啥淡水中学内底吼，迄个外侨的迄个墓园内底，我捌入去看哦。遐内底外国人的墓内底，上无有8个国家的外国人，吼，所以讲伊在淡水是足 international，吼啊，结果。陈澄波就是最爱吼，淡水迄种安尼红拍拍迄种红砖仔厝，吼，啊，阁有一寡外国的迄种气味吼，所以伊就画几若件淡水的作品，即件内底吼，是咧画淡水的黄昏，吼，所以即件作品甲差不多10几年前吼，咧朱富比的拍卖会吼，是咱台湾的艺术家踮咧迄个拍卖会顶悬。价销上悬的，差不多要到20年前，就有差不多台币头2000万啊，吼啊！但是这件作品目前为止，阁保留踮咧，保留踮咧咱台北内有一间迄个啥画廊吼，纯菜画廊内底，对，吼伊陈澄波咱尾知影讲伊尾战后了时阵吼，伊有加入国民党嘛，吼。啊，伊也有画一寡作品，就是讲代表讲，就要转来迄个祖国的吼，要转来祖国啊。但是想袂到，因为伊228事件就王成228是安阮大舅家开始的嘛，吼。啊，尾即个事件吼，全台湾包括外岛拢有受到足大影响伫的。啊，陈澄波是。嘉义头一届迄个市议员，啊，迄阵啊，我所了解就有4个市议员吼，包括陈澄波在内，吼，因就讲，咱遮人内底吼，就敢若你会晓讲迄个北京语啦，吼，啊，阮去的其他阮去的拢甲因讲袂顺畅，讲袂通啦，啊，无你吼，你会当吼，你会晓讲北京语，啊，你去落迄个水上机场遐吼。去甲因讲啊，无吼，咱遐选民吼，拢向掠去吼，迄是性命足危险。陈澄波的人本来就足热情的啊，吼，啊伊讲好，我来去，啊要去进前吼，敢若人讲的讲，迄个啥物代志要来进前，拢有一个吼好的代志、歹的代志，歹代志拢有一个歹结条。伊甲因太太讲，我要来去水上机场吼，要来去吼解救咱的一寡。咱的家己的市民啊，因太太听讲，迄个心肝头就小可笑起啊，吼，啊，就甲讲好，啊，你几仔转来哦，吼，我准备我滚一顶麻油鸡吼，等你转来食哦，想袂到迄顶麻油鸡陈澄波永远就食袂着啊，吼，去遐经过2礼拜了，未经审判，未经审就互审判，咧迄年的1947年的3月25吼。3月25，伊就含其他另外7个吼，拢用绑起来，啊，迄个后壁插一支牌啊嘛吼，啊坐迄个吉普车车，按水上机场吼，安尼慢慢开，慢慢开的意思就是讲，迄阵啊，军队吼，代表要抬过架高，吼，所以就是跟开甲迄个咱即卖家己火车头前迄个喷水池啊吼，庆杀。对，啊，
本来有绑7个棋嘛吼，放3个转来，啊4个内底就包括陈宁波共70，啊伊4万吼毋愿亏，吼因太太人去甲因太太讲的时阵，将因太太讲拜托迄个厝边后尾吼，将因兜迄门板吼甲拆落来，吼当作是咱讲的迄种担架吼，按迄个家己火车头，吼佫真残酷，就是讲到暗时7点才准收尸哦，吼，暗时7点了的时阵，吼，计的时阵才会当甲伊的遗体担转来甲因兜。啊，因太太是足用心的，一般有的查某人啦，拄着这种情形时，吼，靠安尼，因太太是真冷静哦，吼，伊讲紧的厝边兜像有卡梅拉吼，起来，吼，我要将迄个陈宁波吼。为上甲翕无较清楚，要有后代子孙啊吼，了解着事实的真相。各位，你若会当 Google 吼，迄个 Google 看到陈宁波的迄个遗像吼，我是看几若摆，我才看会种奇怪。陈宁波的迄个岛，迄个水层吼，咧倒手边吼，伊的陈宁波的迄个头下骹遮，那敢若敢若有一支一双骹吼。啊，敢若有人穿插起安尼吼，啊，佫有一个迄个肩胛，敢若捅出迄个伤起来，迄个看甲足斟酌的，才会当看足清楚。结果就是陈宁波因太太为着讲要翕相吼，翕较清楚，伊足细粒子的吼，转用伊的头甲伊的肩胛，将陈宁波的头甲吼，咱讲的迄个肩胛遐吼，甲肩差不多45度。互迄个摄影师会当翕较足清楚，对。啊，迄张相尾啊，就是创咧因兜迄神主牌啊，陈宁波尾，我感觉讲活落来的人上辛苦啦，因为你若知影佫戒严嘛，啊，只要若甲陈宁波有关系的人吼，拢去用审查调查，所以因太太将有所有的伊的作品哦，轻拢甲拔起来，轻甲拔起来，踮店因兜的大门口吼，烧遐轻，就是要做人看，就讲陈宁波的图阮拢烧了。事实上，伊是用每一张图吼，真细哩，用迄个大张的物仔纸吼，拢甲摊咧顶悬，因为较袂用压嘛。啊，即马半暝啊，若想着陈宁波的时阵，伊才落去地下室，吼，落去地下室，一张啊一张，搁甲吼，甲迄个拿迄个有营养的所在，甲弄落清去。啊，因囝迄阵捌咧想无想，啊，你若无你是啊吼，你是啊，经理那边暗时啊，你是啊行迄个警备总部3不5时就来查。我陈宁波因大汉后生啊，搁伫个时，我捌去拜访过吼。伊讲陈宁波用庆杀20几年了时，有一天有人因兜来弄门，啊因敲上叫惊一个讲紧，叫恁倒上紧去迄个房间内底吼，紧去秘好，要搁来掠人啊！啊因囝就讲敲上，迄个倒上已经往生20几年啊吼，无可能会过来掠人。啊你就知影讲迄种惊吓吼，毋是咱一般人会当去体会着的。吼，所以陈宁波就安尼52岁就往生啊，对。啊，伊在生的时阵吼，伊上大的心愿就是讲，希望踮咧台湾会当成立一间专业的、专门的美术学校。但是即个心愿甲伊互庆杀的时阵，拢还阁无法度去完成。啊，所以讲今仔日咱有遮尔完整的陈宁波作品会当去欣赏，一切拢来感谢因太太张捷女士，吼，用着性命来保护陈宁波的作品，吼，啊，麻烦阁后一张，吼，啊，这张一个陈宁波吼，咧上海的时阵画一张吼，迄个赤身裸体吼，迄个女性的图案是。陈宁波因为是主要是种画风景嘛，所以伊毋是咧一定拢是画即个人，所以伊人的迄个五官吼，简单就甲画起来。伊所要表现是整个的气氛，所以各位你来看即张图吼，即个女性吼是用足轻松的姿势吼，啊，敢若倒喺海边啊安尼是，啊，咱
咱讲的海边拢有迄种海涌嘛、海波浪嘛。所以你看伊后壁吼，即个迄个海波浪迄个水啊，吼嘛是足柔软的，包括伊波头毛，吼嘛是安尼真柔软。这种所有的一切哦，你若讲照咱一般的欣赏美女，即摆的眼光来看，可能即件就无达到即摆人的标准啊。但是即件作品哦，你若咧现场看寻是足舒服的，嘿，因为你会感觉讲，即个内底的气氛，即个风景吼，迄个海风敢若袂输安尼，闪咧咱身躯边共款安尼是，啊，佫有包括迄个姿势吼，迄个线条，袂输敢若 melody 共款安尼是。所以你来看伊的，咱讲的伊的个人脚有无吼，伊有用一块迄个膜仔吼，佮烫两粒迄个戒指。啊，迄个盘仔是安怎？伊就用种较抽象的画法，伊来烫一个迄种吼四只的盘仔吼，就甲规张图的迄个线条的形体，就较无符合嘛吼。即张图是陈廷甫咧迄个中国大陆迄阵仔迄个间内底吼，算讲真有纪念性一张图。啊，但是甲1932年的时阵，迄阵仔上海。1932年上海128事件都已经爆发啦，啊，所以讲伊就无法度搁住伫上海啊，所以讲规家伙啊，搁甲带转来台湾。啊，讲伊敢会想讲足奇怪，啊，伊毋是咧东京美术学校，嘛是学历袂歹啊，敢讲转来台湾找无好的头路嘛？对，就是因为安尼，因为伊毋是读师范科，伊是学迄个西画嘛。啊，迄阵转来咱台湾吼，唯一来会当找着较好的头路，就是读师范科，转来当做老师。啊，所以迄阵啊，拄好有大陆的文化访问团吼，去日本。啊，陈廷甫拄好有得到一个机会，当做咱讲的种日本话叫做阿鲁拜多吼，就是拍工的机会，吼，啊，专去接触着早期去欧洲留学美术的大陆迄个中国人，吼，啊，迄个所以因就啊，因为陈廷甫汉文的基础袂歹嘛，所以因就甲讲吼，阮迄个上海艺专内底吼，拄好有咧欠款迄个教西画老师，啊，无你若无搁较好迄个发展吼，无你来阮上海，啊，陈廷甫就咧丢度啊，就咧想讲，伊其实上爱是要去巴黎啦，吼，啊，但是伊巴黎真远嘛，吼，啊，所位嘛较重，即个时阵，石川勤美郎就甲苦劝讲。你毋是独身仔呢？你是有某囝人，你嘛都爱替你的某囝去设想去巴黎都爱开足多钱的啊，你去中国大陆收费较轻啊，而且就是讲，你嘛都爱去学一寡中国艺术的物件是，所以陈廷甫就因为安尼石川的迄个劝导之下所以伊就转去上海。啊，3年我才搁转来台湾，转来台湾的时阵，伊的色彩就大解放啊！就敢像咱拄仔看到迄张淡水牛图共款，所有的色彩影头五花十色，笔触笔触纹也算讲较粗汉的是，甲咧大陆的，甲伊咧中国大陆的情形，就完全搁无共款啊！但是想袂到伊尾也毋是往成点的迄个国民党的即个手内啦啊，所以讲即张图对伊来讲是。伊的艺术生涯来讲，是中啊迄个坎站真有纪念性。啊，伊迄阵伊去艺专去教迄个美术的时阵有发生一件真趣味的代志哦。我向兄，歹势，你较剩5分钟好无？啊，咱等下开放大家问问题。好。啊，伊就是去教遮个迄个裸体的画嘛，结果伊的学生的家长大家拢反对，拢感觉讲你画即种是有迄个色情的物件，败坏社会风俗，袂使啊。但是这就是一个过程啊。陈廷甫就感觉讲，因咧当家画即个裸体，这是足正常的安尼对。啊，后一张，小等我等。啊，这拄仔讲红树林，我给
搁后一张。啊，这我拄仔讲的，就是帮助那种怀去迄落随风的迄个吼，迄个归人眼界吼，那种的。啊，诺贝尔这几张就是咱台湾的头一位素人的画家吼，洪通啦，吼啊，洪通是伊小汉都无毕业，想袂到伊是头一个台湾的艺术家作品去用收藏在美国的迄个美术馆内底。啊，这是去年我的住在加拿大的朋友吼，住在加拿大遐有一个美术馆吼，用洪通的图吼去做一个展览吼，户外展览。啊，伊是素人的画家，就是无受过学育迄个学院派吼训练的迄个素人的画家，对。啊，所以伊到50岁才正式开始要画图啦吼。啊，但是画图拢是有一点仔，咱讲甲咱一般人所看到无共款。咱来讲伊其他图拢有画人，但是无画鱼仔，因为洪水林感觉，毋是洪水林，洪通就感觉讲，外口的杂音足多吼，不如莫听，所以伊画足多人内底拢无鱼仔。后一张，对，这嘛是嘿对，这拢对。啊，另外上尾我来介绍这位头拄仔迄张，嘿，头一个台湾头一个女性画家叫做陈静吼。这张图是若照伊的年代，1946年画，我感觉伊是咧画伊家己。因为迄年伊拄仔结婚，啊，因为吼，陈静伊是画家彩画，伊是画卡彩画吼，对。啊，我感觉伊上了不起的，就是讲建好了有咱讲的圣殿内底有分工吼，有一个争议啦，就是讲画水墨画是各画一部吼，各画一部。啊，因画这种家彩画吼，因迄阵仔评审拢感觉讲因是日本人吼，拢咧画这日本画。但是阿嬷吼，伊在生的时候，我捌去拜访过。伊感觉讲真无公平啦，吼！伊讲水墨画吼是宋朝才有诶，若论历史来讲吼，有佛教的历史开始诶时阵，佛教的壁洞内底吼，印度的壁洞内底早都有种家彩画吼，其中迄个笔触吼，咧遐内底啊。啊，若论迄个笔触来讲，水墨画是简单几笔，都会当画一张图啊。伊讲，阮即种画是拢专用手工的，是安尼真画甲真有。你若会当吼，各位你若讲踮遐会当吼，会看甲真足，伊迄连咧旗袍内底吼，拢有花草呢，吼。啊，伊的头毛吼，拢安尼，拢真整齐就对啊。所以伊是真足，要安讲，即种画是足歹画。啊，所以以前啊，遐日本的女性的画家吼。大部分若结婚了的时阵，就拢爱吼，迄落请翁嫁囝嘛吼。但是伊唯一就是伊结婚之前，甲因先生吼讲好势，讲我结婚了继续要我画图，你若不爱我画图，我就不爱嫁你。所以伊就全会当讲自19岁去日本的时阵吼，就开始画图了，甲伊画到92。吼，伊的画图啊，台湾的家彩画若无伊的坚持吼，就无法度讲伊维持甲即嘛。嘿，好啊，后一张应该是差不多啊。麻烦者。嘿，好。我今仔日要介绍足侪咱台湾这嘛是黄土水的作品啦吼。啊，各位若有转来台湾，就是讲咱去放假龙山寺的时阵吼，会当去看黄土水咧日本时代吼。就做这件作品，但是伊原来的迄个作品是插曲的。啊，拄啊迄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台北大空袭的时阵吼，就去用炸歹伊啦。啊，拄啊是黄土水因太太有留着即件的迄个帽仔吼，所以尾啊就伊将即件帽仔关出来了吼，啊尾啊收藏卡的腰带，将即个帽仔吼。上古的帽仔关互台北市立美术馆，所以你即摆去看到即件是翻刷的，啊！但是吼，看久来吼，我逐摆我来经过龙山寺啊，我拢想说去拜拜，看伊即件作品啊，伊这是无开工的哦，所以伊这毋是伊这是算艺术品尔，但是放遐久，正人咧拜吼，大家拜观音妈妈含即件拢拜落去，我感觉伊愈拜愈有神啊！哦，再来。时间是差不多啊，差不多啊啦。对啊，上尾啊，我来做一个收束，就是讲吼，因为即个
我今仔日吼，因较简短的时间吼，真简单就从迄个我要介绍的迄个台湾美术每一方面的 No.1 吼，拢有介绍。今仔日敢若讲的可能就是台湾美术内底吼，差不多100000分之一尔啦。但是台湾美术是足精彩，大家来讲有转来台湾吼，会记得迄个台中的国立美术馆，搁咱台北市立美术馆。拢有收藏足侪咱台湾遮先辈的作品，伊吼，借着艺术，借着美术，借着遮文化来传承咱台湾以前的文化，我感觉这是一件足有意义的代志。有若借着借着咱的台语吼，会当将咱台湾先辈遮作品遮精神吼，甲传来，搁推广互更较侪人知影时，我感觉讲台湾美术，莫讲100年啦，200年、300年，咱来继续安尼甲连续线吼，甲延续、甲推广落去，是未来有足大的发展的。好，我今仔日先讲到遮。各乡兄啦，我想应该拢甲我感觉共款啦。有够精彩啊，听真精彩的故事，就是以前毋捌听过，虽然这画家咱可能拢知影，伊的这个图咱嘛可能有看过，但是咱毋知影背后的故事，今仔日听各乡兄这真正真普罗的导览啦，咱感谢伊，接下来时间咱就开放互大家自由提问。有咩会使问问题？来请。我是去北加州旧金山省黄东乡。我这洪先生，你这个台湾话实在讲了足好，足钦佩吼。我有甲你指点一下，你拄仔咧讲这个是啥物人画图家伫桥头吼？迄桥头毋对，迄是号做桥仔头。你讲桥头，人听毋知。迄桥字头啦吼，桥仔头，你讲桥头吼，咱毋知影迄伫倒吼，所以你知者。遐炕厂是足有名啦，桥头，我两个职工拢伫遐，做甲退休安尼吼，就是指点者。即摆遐若是变是真有名的迄个观光地区呢。都伫公山的边仔嘛，迄个桥头对边啊，嘿。对。我是佫一点是趣味是讲，可能你也知影，我遮看卖吼，这毋知。这个。我有看到。写片的吼，这差不多50当前片的，伫南加州迄阵片的，这图拢是对这个汉药店或者啥物迄个叫做迄个科学园的伫遐摕出来图，当然遐图即摆拢摕转去台湾吼，台湾吼。不过我伊片这两本真好，拢差一本拢差50张图，足大张吼。所以你咧讲红水林的图啥物？店铺进来拢代表性的图安尼，互你知一下，多谢。迄摆迄个展览我专工吼，带一寡迄个学生啊吼，走到台中美术馆去参观的，足精彩。安尼吼。足精彩。嘿，多谢。感恩。喂。迄个春天展览真正足精彩啦！我嘛，头拄我嘛讲，我带学生去看安尼，足精彩。好，来，咱请陈瑞兄来。多谢吼足感谢洪先生吼，不敢当。遮尔详细资料吼，我来讲2点啦吼。第一吼，洪先生今仔这个演讲吼，其实就是一个足好的示范啦。咱论坛吼要做的是一个足好的示范，伊就是伊会当用足骨溜的咱这个口语式的台语吼来讲台湾美术，吼，这就是用台湾话讲台湾文化啦，吼。对。这个台湾的台语的生活化的一个示范啦，足好的示范，吼。第二点吼，我小可来批评啦，吼，是讲咱这个台湾美术展览吼，我想是按这个语文运动、台语口语运动这个观点来讲，咱分做三步啦，吼。第一步就是讲
你这个艺术展吼，啊，嘿，是讲有这个艺术展吼，伫台湾对，吼，嘿，啊，拢用中国话来甲你介绍，对对这是第一步，上界无理想的步数啦，吼。啊，对第二对，步，嘿，第二步就是讲，这个美术展用台语来导览，吼，这就进一嘿，步啊，吼。啊，对第三步就是讲，这个艺术展用台语来展览吼，啊，观众伫咧展览的场合，真侪拢用台语咧讲，这是对理想的所在，吼。啊，这就是表示讲，咱台语吼，要推广互伊生活化吼，至少有这三个步啦。第一步就是对这个变做广告型的，就是我对讲展览，但是用中文、中国话来介绍，吼，对是上初步，吼，无理想的步。啊，过来进一步就是用台语来介绍，对吼。啊，这个第一步就袂说讲你卖咧推销台湾的菜刀吼，啊用这个中国刀啦啥货来咧示范啦，吼，这是对啊，头尾拢无对得着。啊，第二步就加真好啊，但是吼，到第二步算是抑阁是这个广告型的，吼，对抑未踏入真正踏入台语生活化这个项站对，吼，因为迄拢是爱咧广告台语啊，吼。啊，希望讲吼，安尼咱安尼渐渐推广，一直推广了后，愈来愈侪的观众吼，因咧讨论这展览品的时候，嘛是用台语来讨论，对，安尼就是上界理想啦，吼。足多谢洪先生，嘿。感恩感恩，感谢吼，啊，安尼说来是换迄个美玲体啊，遐，嘿，是，洪爷爷，我甲嘿，你你好，请教一个问题吼。伫有咧即个感动，讲的即个展览内底吼，有一个台湾第一代的画图家吼，嘿，真早就过身的陈时奇吼。嘿，对，今仔日吼，我无听到你提起伊的代志吼。对啊，伊实在伊嘛调过真侪摆迄落地点啦吼。对对对1939年，伊的迄个淡水风景吼，嘛是地点啦吼，地点袂少吼。今仔日吼，我无听到你提起伊的名吼，心我感觉真艰苦，因为伊才活到27岁尔吼。其实若要讲算实岁吼，伊是25岁啦吼。嘿，对，我当然甲伊有除了我有一寡感情上的问题吼，伊就是我的二姑丈啦吼。哦，你高中吼，是，所以真不幸啦吼。我是感觉讲，伊即马伫即个台湾的研究内底吼，对伊的色彩吼红色吼，或者即马中央研究伊家号做讲或者漆皮红吼，就是伊的特征吼。啊，第二项吼，伊吼即马讲是台湾美术界台湾精神的迄落先驱啦吼。这是迄落中央研究院研究的结果吼。我做一个伊的后人吼，我今仔日希望讲后边吼，你若搁再有机会时，请你家己但是甲大家小讲一下啦吼。介绍因为对，伊是有，毋是普通的干那画图家吼，伊确实是像真侪搁伊在日本的时阵吼，也帮助真侪后进的迄落少年的画图家，因为伊家境比较较好啦吼。对，家境真好啊。是啊，所以我今仔日吼听你演讲足好诶吼，足感动。我希望讲后面请你一当讲，但是记袂记吼，多谢你。对，喂，我先吼回答你一个问题者吼，今仔日我是安怎吼？是安怎我无去讲到陈时期吼？因为我就想讲，每一方面的迄个材料吼，头一个油画头一个就是陈定波嘛，吼，所以我就油画这方面就是以陈定波为主，但是陈时期我嘛了解足多哦，因为我甲
我甲因孙啊吼，你应该嘛熟悉陈启志吼，对，然后所以我孙啊，我阮定来甲伊联络。嘿，拢有熟悉伫诶啦，啊，包括伊诶阿姊嘛，伊阿姊本来佫进前咧甲问讲，因为伊对电视机拢无讲足了解，我想啊，你毋是伊诶孙啊，而且你嘛会当问恁小弟啊吼，伊讲。伊讲因小弟较无闲啦吼，啊，算讲因电视机的太太在生的时阵吼，就真罕咧甲因讲一寡吼电视机的一寡代志啊，所以因为电视机的孤囝吼，伊电视机往生的时阵，因孤囝迄阵啊甲4岁尔嘛，吼，所以伊迄阵对因爸爸嘛佫3岁。啊，就是讲伊尾啊，对因爸爸的了解，就是去问一寡早期的收藏家吼的小代，吼啊，其实啊，讲包括电视机，就2、5人也都往生去啊嘛。所以当初是阮咧做电视机的研究的时阵是吼足困难的啦，足困难的，因为甲同辈拢差不多拢已经登记了嘛吼，啊，所以讲迄阵就是讲咧。一寡伊的资料咧收集的时阵吼，阮也是真困难伫的。但是我是足配合电视机，我若每一摆去迄个国立教育大学的时阵吼，拢会想着电视机迄阵咧遐吼咧带学弟啊吼，甲迄个校长咧迄个啥抗议啦，袂讲抗议的代志，我感觉是足勇敢的，对啊。好，顶转若有机会时，我做伙来介绍电视机。感谢你。袂，安尼换迄个刷来换两根遐，来两根遐请，啊，这换米滴啊，嘿。我是想要请教即个欧阳兄吼，迄当时吼，伊个足侪画家、单画家拢伫日本嘛吼，啊，伊画图的时阵吼，敢有甲伊家己的作品号名啦吼？啊，我即个问题就是讲，拄则迄个信函，恁若较拄则迄个奖迄张图，恁来当小一下吼，拜托你小一下。迄张图吼，伊本来的号名是用英语号的，叫做 corner 啊，吼。对，讲叫比较到，像迄张图吼，是伫迄个。我找一个来啊吼。迄张图本底是 corner，啊，意思就是讲，伫迄个美国的遮亚洲人吼，亚美人向逼到无路到遮来，无拼也袂使安尼啦吼。啊，所以伊当时要关转去，互即个国美馆的时阵吼，迄个我有甲伊翻做白话字啦，吼，因为今来讲讲 corner 意思可能大家毋知影吼。啊，所以反正用白话字写叫做到遮来啦，吼。啊，毋过照我所知吼，咧展览的时阵，煞变做翻做华语叫做无路可退啦。对，无人退无路，无路人退啊。啊，所以我是咧想讲，若是变做讲，即个伊本来即个画家吼，伊若有号一个名的时阵，可能加减会当按迄个名。去约着伊即个画家伊后壁要表现的意思吼，啊，所以我就在想讲，迄个日本时代迄阵啊，因的画家吼，因号名是用什么款号的？是用日文？是用日文还是用中文？还是用台湾文？因有无因迄个无用，但因是用迄种日文甲汉文。啊，日文甲汉文。啊，咱尾啊所去了解吼，就是讲战后了时阵，有咧研究台湾美术史的吼人，就是用咱即卖人的迄种思想的角度吼啊去翻译因当初是日本的迄个号迄个名咧，对吧？啊，我讲因当初是嘛办吼，有当时啊嘛报一张图吼，有无共款的称呼，像我拄仔咧讲的迄个蒋怀吼，伊有画一张阮大头钉吼，大头钉迄个布画边。古早时代我看到伊是写迄个吼内龟，你个内底内吼内龟吼，啊嘛有人尾啊，佫有我佫看到一个版本，就是讲有人翻作讲是
大洲埕的迄个角落，咱台语要安怎我袂记。哦，大洲埕的迄个一角位啊，吼，尾来是照于日本时代写的迄个意思是较接近吼，咱讲迄种内龟啦，大洲埕的内龟，大洲埕吼的内底的龟啊，嘿。所以尾啊，拢有改倒转来，啊有诶若无写名诶吼，都当像我拄仔讲诶，就是讲，画家若当初是我并无决定讲即张图是无赶紧要卖，也无讲一定讲马上要去参加展览嘛。我卖我先藏诶啊，吼，啊反正搁过一阵嘛，我心情若无共款诶时阵吼，我搁会踮咧图内底讲，搁有加一寡啥物物件，还是安怎呢？搁做一个。吼，一个迄个小迄个做一点仔改变的时阵，所以伊迄阵啊，迄种情形之下吼，因就无一定讲赶紧来踮咧图内底吼，去甲号名，还是讲使意。这是我所嘿。我有再个迄个补充一下哈，像讲即马即个一个赵子贤哈，台中也较少年辈赵子贤，啊，伊的创作即马拢用迄个用。台语吼来，伊个图诶内面有放足侪台语诶元素伫内面啦。对。啊，伊嘛有画图应该是用白话字咧写吼。啊，佮毋领讲差不多顶个月，咱有2个迄个行为艺术诶，即个拢少年女性啦吼。啊，因嘛感觉讲着讲因自从会晓写台文、接触台语了，因创作诶风格拢大诶改变啦吼。所以我即摆是想讲，搁落来吼，搁落来检查有一寡台湾的艺术家，因若假使讲因要用即个白话字来号因的名，吼，因作品的名，啊，若安尼的时阵摕去到即个艺术馆，还是讲咱的国立美术馆，安尼因敢有法度通讲将因即个号的名用白话字本的名吼，甲伊写出来，因为检查讲。因这艺术家因咧创作的时阵，若含即个台湾的有关的主题，伊检采也是讲用伊原来伊的名，伊迄个台文的名的时阵，安尼可能较会当表现到即个伊即个艺术家原来创作的意志。啊，若过去甲伊翻译做中文，还是甲伊翻做其他的汉字去，安尼可能会去变做讲对伊本来的即个创作的原意检采会去打折去安尼啦。啊，所以。真爱足感谢即个高雄吼，高雄兄你来分享遮，互安尼过去安尼已经安尼遮个艺术家吼，啊因遐精神吼，我拢安尼佫感觉讲袂出，拢佫转来吼。因为你讲到迄个洪水林的时阵吼，伊洪水林伊甲伊先退休的时阵是住伫瑞东岛比，离阮遮无偌远，啊差不多一冬外前，迄个萧庆瑞。教授吼，嘿，伊有受迄个文化部的委托吼，来接受即个洪水林的图吼，拢在有去引导嘛？对啊，伊要变做讲，伊搁炸2个迄个国美馆的迄个，因咧叫做啥物美术的复修师还是啥物款吼，啊来遐翕相吼，啊我迄当时我有含伊做伙啦吼，啊总是。伫迄搭看到伊本地遮个原作哈，遮个洪水林先生的遮个原作，嘛无像讲今仔日听你讲要介绍这洪水林的这个作品哈，遮尔啊感动哈，所以你会变做讲你有甲即个洪水林迄阵啊伊的创作遮个背景哈，啊讲出来，真正感谢啊，所以拄则咧讲的就是讲。假使若是你若有机会吼，会当用即个台湾的即个美术馆吼，迄个表示意见，讲介绍讲阮地迄个将管道迄个图吼，无你嘛用 corner 吼 corner 吼，啊是讲用迄款到遮来白话字写，啊放甲伊改做中文啦。嘿，若讲以后若讲即个国美馆吼。国美馆若阁有台中，即摆拢受理台中的国美馆嘛，伊遐拢总有600栋吼，啊，迄600栋本地拢是用英文，佮用白话字有印嘛，
啊，伊毋知啥改做中文，我就感觉讲，嘿，安尼含即个创作者的意思吼，可能会小可原来迄个想法就完全拢无共去，也有拍折去啦。对对，嘿，中间遐的建议啦，吼，这个中间若有机会才艺术界才建议一下安尼。啊，所来吼，咱以时间的关系啦，吼，咱可能开放迄个 BD 啊，甲迄个有一个福气啊，有无吼？迄个两位啦，啊，但是咱尽量发言较速的，咱所来吼，是咱即场就要来结束安尼，好，来请 BD 啊。好，啊，多谢吼，洪先生，你讲即马真欢喜听到台湾的即个美术馆的迄落导览吼，会当用台语来进行吼，真感谢。我是甲你补充一点仔代志啦吼。你讲到迄个黄土水、迄个甘露水吼，迄个雕刻吼，安尼苍苍密密的，因为国民党的迫害嘛吼。啊，内底吼有一个人真大的贡献吼，敢若无提到，迄个是台中的林立清先生吼，伊就是即个即个张树文甲因囝张丰彪医师吼，父子啦吼，囝吼，创即个黄土水即个甘露水了后吼。按1958创到1974，但是尾也想想，因为定定国民党可是会派人加减来甲啰嗦吼，所以伊去拜托即个林立清，林立清有一个工厂，所以林立清吼甲伊创起来吼，甲伊创按1974年甲伊保存到2021年，张医师的家庭决定要。摕互即个国家的时阵吼，才去找即个林立清，才甲摕去奉献就对啦。所以林立清即中间吼，真细致甲伊保护，甲伊藏起来。我是感觉讲林立清的功劳也是真大啦。这是补充尔。感谢。对，因为吼。伊即件代志吼，有算讲有足侪人拢咧幕后有咧斗相共个，对。所以讲今仔日咱有遮尔精彩作品会当欣赏吼，其实除了感谢黄土水以外吼，就是足侪人吼，就种每一个坎站吼，拢有尽力咧斗相共，所以咱即件作品咱今仔才有这福气会当看会到，对。感谢。是啦，我是感觉讲应该简单甲提起林立清的即个甲伊藏、甲伊保护的代志，这嘛是嘿啊，无咱今仔日拢无讲，呀。迄只讲爱冒着性命危险，无迄阵若有人去密报吼，甲即件作品有关系的人吼，差不多拢爱掠去关啊，对。是啊。所以真感谢。咧开幕的时阵，伊个张医师的囝儿逝世吼，踮咧现场吼，讲甲目眶拢红起来哦。讲甲目眶拢，你就知影讲后手尾啊，这几若10年吼，因的家属有受到足大迄个压力伫个吼，讲也毋是吼，毋讲也毋是，对。所以伊迄讲有咧讲，今仔日从迄件作品算讲限入国家了时吼，因为因心肝头吼，敢若将即个大地石头吼，甲放下，所以就感觉讲足感恩的就对啦。对，感谢。我是感觉林立清呀。对，因为咱时间有限啦吼，咱会当留落来开讲袂要紧，咱时间到该结束了后，咱会当留落来开讲吼。啊，人阵有啥物意见再去发表，咱即摆请最后一位迄个福气啊，迄个伊嘛举手举足久啊，迄个。来分享一个感谢就好啦，好不好？来，感谢各位先生吼，我是福气啊。即个光的展览当初慢慢讲，今年差不多正月迄阵伫北师美术馆有展览的时候，我有去看吼，真正搁过去后大约知影一寡代志，我那真感动。我想要请教的一个问题吼，就是讲甘露水即阵雕塑吼，伊主要是伊骹遐下骹有3粒
应该算蛤蟆 OK 无问题。对对。毋过迄个销路伊所大诶，还是讲伊因为故事确实影是蛤蟆正无毋对。毋过我一看到迄个餐杯啊，我就随想着细汉去田庄所伫田沟内底学着的土土。当然真歹势，我学台文了，我袂找着讲到底土土要安怎写，嘛敢若无找着有倒一本字书顶有去收即个土土即个名称。毋过就是有餐杯即个名称嘛。吼，我要讲的是讲，至少对咱台湾人来讲，遮个海产类的是拢有前差的。伊骹底迄3粒有2粒真正生得足像蛤蟆，绝对毋是拉。然后迄粒大粒的迄粒，我一看迄就是不管是迄个壳的外形，甚至迄个内底迄个分子啊，我一看就是对我来讲就是土土啊。毋过就是目前为止，伫现场听因哩讲解的，或者是尾啊资料找太拢无土土，或者是残杯。当然，真不幸的是。伫台湾现主是恐惊伫田园内底嘛无田杯嘛无土土即种生物啦。哦啊，所以当然就敢若拄只真侪先进所讲的是讲，可比讲记者咧讲可能啊，然后搞不一种翻做到遮来，已经不了哇，结果竟然佫翻一个无路可退。迄个无路可退，迄4字讲歹听，绝对是拍输走赢，毋才会。即一直要退到对，迄种想法嘛。啊，因拢咧变，敢会怎原底迄个物件拢消失去啊？因为现主是，嘿啊，迄个明明就是土土啊，是残杯啊，你一直要甲伊讲拉，迄敢会差伤济？蛤蟆都已经有差，你佫，所以我意思是讲，敢有可能就是讲原底迄个到底是啥物样？因为迄毋是个虚构出来，迄就是。真正就是我虽然看到的土土，或者是残杯啊，毋过就敢若我还未听到有人去针对即个真正，至少我认为的事实，我相信全台湾绝对毋是敢若我一个人看过残杯也是土土安尼啊。所以我的问题是讲，即个名称的部分，即个食物的迄个名称到底，咱敢要真正就是去互迄个蛤蟆精即个故事拔掉，就讲迄拢是蛤蟆。毋是别项的物件安尼。以上感谢。喂，我感觉你拄仔讲迄个餐杯咪，我咪是头一摆听到。啊，你若包括讲因即马即个美术馆因咧编遐册吼，咧做翻译遐人吼，坦白讲啦，因台语的迄个台语的能力吼，啊，佫无法度应付到遮哩。因有当时啊。因为因我所了解，我所办的因遐内底一寡内部的人吼，平时大部分拢讲国语啊，所以若讲要讲到台语的时阵，大家拢走敢若飞的样。所以讲若包括这方面的专业能力吼，我感觉讲就爱个靠咱遮大家有心去研究的人吼，去了。我嘛来倒册看卖啊，嘿，因为我足侪几若本迄个黄土水吼。册内底包括咧解说即件作品的时阵，嘛拢无解说着这呢。对，所以你感谢你提遮好的问题。对，是，其实啊吼，我想啦吼，艺术品就是安尼啦。每一个人看迄个艺术品的时啊吼，拢会注重伊家己无共的所在嘛。对吧？因为每一个人的背景无共啊，这就是无一个固定的标准答案嘛，是一个艺术还是文学深色的所在啦。像讲我家己看黄土水，这个甘露水，我一直想到西洋迄幅图，迄什么维纳斯的诞生，维纳斯对。啊，伫蛤蟆面顶，迄个意象小可有像，但当然是咱有咱台湾的。传说甲台湾的意象，甲迄个西洋迄个佫无啥相像安尼。好，不管啦吼，啊，因为咱时间的关系啦吼，这场真精彩的节目啊吼，正式的时间必须要到遮结束啦吼。啊，等下啊吼，结束了后，正式结束了后，大家嘛是会当佫留来开讲安尼无问题。啊，我想讲啊吼，伫咱今仔日要结束的最后啦吼，咱是毋是请梁光兄来小解讲后礼拜啊吼？
过来咱这个世界台湾文化论坛后礼拜拜六是啥物款的主题啊呢？咱后礼拜吼是要请迄个西雅图的遮个朋友吼，因来介绍讲，因今年伫西雅图办过迄个台语营吼，所以请大家期待吼。嘿，真精彩啦吼，然后吼若有兴趣的朋友，嘿，那个补充一下吼，就是讲今仔日即个有录影啦吼，今仔内容不止精彩吼。所以即个录影了，我会带入群组内面吼，请大家若讲有人要看的人，会当分享出去安尼吼。咱过去咱遮录影拢，你若去Google，来Google 讲即个世界台湾文化论坛吼，伊就会迄个找着遮 YouTube 吼。好，多谢大家今仔日来参加。要开讲的人，咱搁差不多开到9点半。好，安尼，所以咱今仔日正式的时间就到结束啦。所来是开讲的时间啦，吼，自由开讲。开讲大家就自由咯，自编自由发言。谢大家。看大家有啥问题当交流的。还有啥问题吗？若无就结束哦。好，我搁甲你迄个补充一个，迄个你敢捌迄个赵子贤？赵子贤，我毋捌，我甲伊无识。少年辈啦，吼，伊可能是即摆拄当迄个师大，迄个美术研究所毕业无偌久。我踮迄个 Facebook 捌看到伊的消息。对。因为我现在要特别提起即个人咧，因为我嘛毋捌见过伊啦，吼，我是拄好有一遍即个打狗开讲社吼，迄个因遐伫打狗遐，因有办即个台文博览会啦，吼，台文博览会足侪种无共款的活动，其中有一场吼，就是将即个赵子贤的作品吼，去放伫迄个大沟顶吼，迄个菜市遐，去专门去来租一个角仔的所在吼。拢用迄个玻璃门吼，甲搭个，所以人袂当入去啦吼。所以展现伊一幅作品啦吼。迄幅作品互我印象足令深啦吼，因为迄就是照讲起来，就是讲伊用迄款迄个庙的迄个顶头迄个三角旗吼。内面吼，伊搁用迄款迄个北管，迄要怎讲？北管迄个乐谱吼。内底阁有用迄个白话字安尼吼，所以照讲起来，伊迄个创意就是讲，安尼变做讲，毋尔干那迄个图会当看，你若是会当迄个捌迄个北管迄个乐谱的，还是讲捌白话字的，是歌词拢会当走出来。所以怎变做讲迄个空间吼，怎变做毋是干那讲迄个即个平面的吼，甚至阁会当讲。透入去人的迄个声角内面啦，吼。像即种的作品，我是感觉讲，若是讲即个、迄个做一个迄个策展人啦，吼，应该是若讲会当讲用原作者吼，伊若是用啥物款语言做伊的标题的时阵吼，譬如伊用白话字写，尽量讲用即个原创作者的名称。嘿，我感觉这未来绝对吼，绝对有这方面的可能，因为即摆吼，我有熟悉一寡迄种咧台湾的台语的团体吼，有一寡迄种较少年的妈妈吼，因真有心哦，因就算讲因拢有一个 group 伫个，逐个就是讲，拢去研究吼，要去做咱讲囡仔迄个绘本。因迄个绘本了，因煞落去用迄个台语吼，因拢有去学迄个罗马字嘛，因家己编，家己做编辑吼，阁有请迄个，因有诶妈妈是家己录音，因为因会晓讲故事互囡仔听嘛，结果因就咱即摆拢有迄个，咱讲网络诶平台吼，咧募款伫诶，因就已经有出几若本迄种。
用台语讲述故事互囡仔听迄个故事的书。我感觉这是我感觉未来这绝对拢是足有发展的啦，包括美术展览，咱包括讲，咱即马咧美术馆咧讲一寡台语的导览吼，咱像拄仔咧讲用2017年的时候，迄阵就是迄个国立美术馆有咧推广着即个台语吼，即个导览，但是到尾啊，就是我所了解头仔小尾啊零，因为因迄个馆内找无这方面的人才，而且有诶听讲是讲，一般顶个会晓讲，但是你若要讲叫用台语去讲着美术的吼，大家就惊着啊，所以到尾因即个活动差不多举办一段时间了，就无搁继续落去啊。我即摆去高雄的时候，我知影讲高雄美术馆吼开馆28年以来，我去讲的是头一场的迄个。台语导览，我讲我感觉我足公平的，吼。赞。我讲恁从恁28年以来头一摆吼，将即个机会互我，到尾也毋知8月的时阵吼，地方大家反应袂歹。8月的时阵我搁去讲一摆，9月的时阵是私人的台语团体吼，搁邀请我落去，遐拢是真有心的一寡。少年的爸爸妈妈，一摆拢差不多30个，大人囡仔走个差不多30几个安尼。我感觉这是一个开始，但是绝对毋是一个结束。迄就甲咱一个火种共款安尼是吼。即摆呢继续投入落去做的时阵，因为包括我咧大稻埕，我咧台北，我平常时就是一定用台语落去导览嘛。这就是刚像咱讲。就是这种的做法甲这种方法爱甲传出去，传出去了时阵，因大家感觉讲，即摆听台语的人足侪。咱即摆有诶人就咧讲，因若去外口买物件去甲迄个超商的迄个少年的工作人员因拢习惯啦，直接就是拢在讲华语啊。我讲恁哪会袂晓甲因讲迄个讲台语我讲出来惊因听无，我讲你无讲，恁哪知影因就听无。反正因听有，是较无啥会晓讲啦。但是我感觉这就是讲，爱增加一寡机会去推广啦。我有熟悉一个团体的家长，因本来就是咧推广台语文化。伊敢知这妈妈最近真有心因最近团体去报名，要去学什么话言，学什么语言的客话。我讲恁敢有迄个客人的迄种嘛？伊讲无啊，阮伊就感觉讲，阮除了推广台语以外嘛希望讲一寡以早讲的地方的语言会当互囡仔会当去学习伊讲即马嘛足侪爸爸妈妈一个是比如讲是迄个。咱台湾人一个可能就是老爸老母有迄个时大人有迄个客人嘛这囡仔来当讲自细汉互因学习讲时大人的迄个母语是啥物对囡仔来讲绝对嘛是有好无歹。对啊。我请教你你和虾米敢有熟悉？你讲啥？虾米伫高雄遐，你讲高雄迄群人。你讲的我毋知影是毋是讲我确定，因为我熟悉内底迄个妈妈内底嘛，迄个熟悉你内底嘛有一个虾米，我知伊有甲联络啊。对，我会熟悉你就是讲我伫 Facebook 顶头看到讲，因一群人去高雄听你的台语的导览，讲安尼足感动的，拢听流目屎所以我第二礼拜去的时阵，我第二礼拜去的时阵，拄要开始的进程又来甲拍一个招呼啦。但是迄阵人较侪阮敢若讲无几句话安尼，嘿。对。你讲我知影，伊尾伊网络又搁有甲联络伫个啊。对，安尼足好。所以我毋知影讲，咱的熟悉就是按伊
对对，你看，来出来甲伊说多谢者。所以咱即马搁剩差不多14分钟啦吼，啊若有人发言，咱就继续吼，继续啊搁14分钟。啊若5秒钟无人问问题，咱就到遮来结束，好无？我请问李洪先生，有甲偌济人甲你共款用台语咧做导览艺术？讲起我所在吼，是袂超过5个啦。哇！坦白讲，嘿，因为即摆足侪人吼。其实即马无一定是美术方面的，因为博物馆啊，有真侪人咧导览啊，因是用台语的，拢像讲吼，迄个英国有一个飞亚博物馆，有一个林聪明吼，迄个老师啦吼，伊啊吼嘛导览足侪年啊，伊对迄个飞亚的制作流程啊吼，飞亚的艺术嘛，足了解，伊嘛是咧用全台语导览的，所以吼其实。另外就是讲啊吼，即马即个国家，因为国家的政策是对，我头讲2017年开始嘛，2018年政策推上，即马拢有要求啦吼，对迄个文化部下面的场馆啊吼，即马扩增到教育部下面的场馆嘛是，像讲啊吼，美术馆啊吼，台中啦，自然科学博物馆本地无台语导览。但是因为啊吼，台中嘛有一个像头拄仔迄个国雄遐讲的迄个强学团啦吼，母语的强学团去抗议吼，抗议啊吼，国美馆来讲好啊，无就来做啊吼，所以就委托阮下另外一个梁淑慧老师去训练啦吼，所以因即摆逐个月有一届台语的导览活动啦咧吼，导览活动另外像迄个台湾图书馆，迄是图书馆哦。毋过啊吼，因台湾图书馆吼嘛，最近甲我遮有合作啦。因讲啊吼，因要甲内底告示牌啊做3语的啦，就是有迄个华语嘛吼，华语当然保留但是嘛有台语有客语因内底的电梯啊吼，馆内的电梯，因为伊电梯足紧的嘛，所以因若讲3语啊吼，还袂讲了迄就已经到门就已经关了嘛吼，所以啊吼，伊即摆就是有3台电梯，一台要讲台语，一台要讲客语，一台要讲泰雅语安尼吼，我3台电梯嘿，所以伊大无共的告示牌伊即摆委托阮遮咧做即个代志，但是年底就会做好啊，所以年底就会开始有即种新式的物件，所以拄啊好即个机会，因为即摆吼，我感觉咱即摆拄啊好。这几年啦，政府真要意这个本土语言的部分，嘛愿意投资源。民间啊，咱若拄啊好有这种需求，还是这种意愿要参与的吼，咱大家做伙来甲建起来安尼啦吼，大家做伙来甲建起来。尤其是即马台语啊吼，若要表示是台语啦吼，就是政府的部分，还是民间的部分，英国拢是用乌白写的汉字啦吼，来表示讲我是台语。但是这几年啊吼。已经变成用罗马字来表示我是台语啊，吼，所以吼，这好现象啦，咱趁这个机会，因为未来，我感觉未来会安怎唔知影啦，但至少趁这几年，咱有资源，大家愿意做的是做伙来甲建起来，安尼未来就算无资源，咱嘛是已经用好惯势啊，大家就会惯势讲一定爱有这种台语导览的物件，时到就袂真紧退流行啊咧。好，我来从这个信涵教授的话来问一个问题，唔知会使咧？会使，请。我姓蔡吼，我伫迄个即马人伫台北啦吼，迄个我伫留言的迄个内底，我若有写一个问题我即马趁这个咱这个机会来请教咱信涵教授交这个高雄老师啦哈。你拄有讲到你伫高雄即场台语的导览吼，大家真欢迎嘛吼。毋过那像是透过民间的团体邀请你去，我相信因可能是因家己出钱邀请你去的，无政府的参与啦吼。我毋知是毋是安尼，但是听起来前两场是迄个高雄美术馆邀请我。好，安尼我了解吼。拄啊，信涵老师吼，信涵教授有讲到讲吼，其中啥物所在有迄个民间的团体，啥物妈妈吼去抗议讲，因要去听
政府的什么馆吼，博物馆还是艺术馆无台语的即个导览。啊，我即马就是共款，我有即个问题，我是感觉咱民间咧推广以外，政府有相当的责任爱投入即个人力甲资源。我即摆是伫台北市的一个迄个市文行啦，台北植物园咧做义工。啊，毋过我当下里面尔吼，啊，我发现讲，拄啊，原来有人迄个伫 Facebook 内底咧问迄个台北市文行因的主建的单位吼，讲阮你们这里是不是有那个全程的台语导览啦？啊，结果台北的市文行迄小编吼，迄个 FB 的小编甲回讲。我们没有这样的服务导览哦，所以表示有唔知有偌济人我唔知啦吼。我即摆是伫内底咧做义工，我感觉我哪有心想讲要倒推塞一下。啊，毋过这若要用政府的力量吼，是爱用一个什么方式，甲即个台北市文行因的主政的单位，就恁的经验吼，不管是国雄老师还是金涵教授吼，恁感觉用什么方式来说服即个台北市文行即个主管即个导览的遮个人吼，因听较会落啦吼。用什么方法甲因讲，还是用什么方式？是爱像信涵老师讲的，叫遐团体去个抗议啊，还是安怎啊？半夜抗议可能我也无啥效，是毋是爱偌济人？我的意思是讲，用什么较做来较有效率的、较紧的当做即个代志，就恁的经验来看，以上对下。一般我是感觉讲吼。除了用迄个 email 吼写去因的迄个官方的迄个咱讲的迄个信箱以外吼，电话我嘛感觉真重要，因为电话互因实际听到即个民众迄个需求的即个声音嘛，吼啊，但是千万毋通讲3工2工才写一张批，还是讲敲一个电话，恁会当比如讲恁若有熟悉吼，即个群体的人吼，即个人，因会当每一礼拜逐个轮流写 email， 还是讲敲电话去嘛。啊，你毋通讲一通两通，一张批2张批尔。其实这上无我是感觉讲1-2个月以来吼，就爱较接的吼，用这2种方式，还是讲恁若有讲有去现场去参观的时阵，因为毋是有写迄个意见书吗？吼，加甲写过。啊，我感觉公家的迄个单位就是安尼先啦。讲一摆，因拢感觉无要无紧啦吼。你若加讲吼，加讲几十摆啊吼，因就会感受着讲有影有即个社会大众有即个需求伫个，因应该就会去注意即件代志啦。我会认为是安尼先啦，啊若无吼，还是讲若无因就是讲，一般是正平听个倒平耳仔就出去啊，袂去重视即件代志。我补充一下啦吼，其实啦吼，像遐讲的嘛，就是真有理啦吼，就是你若一直去甲老师有一工伊就挡袂牢，伊就用啊啦吼。其实这甲什么物件有关系咧？是安怎？头拄我讲自然科学博物馆啦，台中自然科学博物馆有人去投诉，伊就救去啊吼。这有原因啦吼，这有原因啦吼。第一就是讲啊吼，伊的主政单位是啥啦？这个馆啊吼，面顶是啥物单位啦？自然科学博物馆的面顶是教育部啦，吼啊，教育部甲文化部这几年拢真要义台语，所以你一投诉过啊吼，伊面顶教育部伊当然就要做啊。啊，问题是若食物行啊吼，伊面顶是啥物行政院农业委员会林业试验所啦吼，啊，讲吼农委会啊吼，到底对台语有要义无要义？毋过啊吼，我会建议讲安尼啦吼，若要写吼，莫写一般的迄个专线，你爱写迄个啥，迄个伊食物行的啥物行长信箱有啊吼，就是一定有一个头嘛吼，主管迄个头，你著去写互迄个主管迄个头啦吼，迄个头的信箱吼，安尼较有效啦。因为咱若知影公务系统啊吼，迄意见要对下面起哩到面顶啊吼，迄足恶的。啊，但是若是面顶要落来啊吼，足紧的安尼。所以你直接投诉啊吼，爱投
投互迄个上面顶迄个食物园的园长还是啥物，迄较会有效啦吼，这是第一啦吼。啊，当然啦吼，你若知影讲伊是行政院农委会下面的，你若有法度请立委去关心一下啊吼，就更较紧啦吼，更较快有安尼吼。啊，若徛伫公务人员的心态啊吼，伊有可能伊会毋知影讲啊吼，伊会讲啊吼，我嘛想要台语导览，但是我毋知影要安怎处理啊，就是伊三无长嘛，伊毋是台语的人安尼，所以吼，若文化部甲教育部系统诶，伊当然伊会知影安怎处理，伊就会开一个计划，啊像叫一寡团体来做，亲像啥物物件呢？台南啊吼，台南有一个南科化酒馆，南科化酒馆啊，对，化酒馆伊的台语的部分就是请台罗会，请台湾罗马字协会做的台语吼，做的台语的导览的个安尼吼。啊，迄个润婷你嘛有参与伫内底嘛，对无？是敢是？有嘛吼？南科化酒馆，因为我会记得我伫面顶有看到你的名呢，嘿。哦啊，另外吼，迄个台北的台湾博物馆吼，也是台湾博物馆，迄嘛是拢甲动物事务有关系，迄其实嘛拢有一寡台语导览的文件啦，伊毋是干那讲尔啦吼，伊个有一寡实体的物件，文字的物件啦，啊，但是即个食物园啊吼，其实会当看你会当有一寡建议互因哦，具体就是因若要安尼解决，要安怎解决啦吼，像讲因会当参考建议讲因会当去问迄个平平伫台北嘛吼，迄台湾博物馆啊吼，看因安怎做的啊吼，也是讲啊吼问迄个南科考古馆啊，问其他的有咧做的馆处，就是互因一寡解决问题的建议，莫干那甲问题等互因，安尼因迄个公务人员啊吼，定着会更较会接受啦吼，因为因惊麻烦嘛，因就三无长啊呢，大概是即个补充啦。我看赞成举手举足久啊，你要先讲一下无？我分享吼，我是咧教大人的台语吼，招生拢诚辛苦啦吼。于是我就想着讲吼，无我来做一个免费的导览吼，伫阮温哥华。我有找4条路线吼，每礼拜下拜几，我就固定吼伫遐等人，人就来。我主要导览就是讲西方的历史吼，但是迄个时间性吼，我甲咱台湾的物件，佮甲掺入来安尼。所以我佮甲因灌入去，阮民主自由人权的思想，我灌入去内面吼。即个伊就爱对我4摆吼，才完全会了解温哥华的故事。所以伊就感觉对台语有趣味，从来参加我的台语班啦。这就是吼，我较早迄个导览的一个经验。这个物件我有做遮2-3年最近迄个这个 COVID 的代志发生吼，迄个所有的物件门拢关起来，无爱放入去啦吼。所以我就无搁举行吼。最近搁咧做一个讲故事吼，讲这个100个台湾的故事。我内面有差不多有20-30个故事，拢甲咱台湾先摆的艺术家有关系安尼吼。所以今仔日来参加遮吼，特别亲切啦，因为我嘛捌做过导览员，嘛捌去接触到一个。迄个咱先摆的一寡人生吼，去因的内心吼，甲伊探讨安尼吼。且多谢洪先生遮尔精彩的分享吼，多谢。袂。再先啊，迄个高雄遐嘛有伫咱的群组内面吼，所以敢会当请你迄个 podcast 的迄个 link 吼，你若加减送者，所以高雄遐嘛会当知影你咧讲啥物好。你去 Google 去找讲你讲过，我来听就拢走出来啊。阮的所有的，即嘛有40个故事拢传咧等你吼，你就甲试了就通去听。你用你的广告，我咧等你吼。你讲过吼，讲啥时代过啦吼，你讲过我来听。你讲过我会听好。迄个是你是姓迄个你啦，你讲过啦。姓啦，我姓你啦，你讲过我来听，安尼啦。有趣味哦。我感觉高雄兄弟嘛，
搞讲故事呢，吼，你甲赞成遐两个人哦，做搞讲故事的，你嘛会当考虑做 podcast，就是哎，咱我本来我就足爱听故事的啊，对啊。我感觉故事真正会当感动人。我即摆我咧学迄种进前咧学迄个罗马音吼，罗马字啊。我应该是我家己的问题啦吼，因为阮老师迄个老师咧教，拢是按读一寡中国的啥物这种千字文啊吼，啊古早一寡诗句啊。我坦白讲，我是读了吼，是敢我进前所想的完全拢无共款。因为我十几年前迄阵啊，伫咧阮城中区遐的城隍庙吼，迄阵甲一个老师吼咧学迄个台语啊，但是伊是拢教迄种咱讲吉仔话、俗语啊迄种的。啊，即摆换着即个老师，即摆伊就是拢教阮读迄个四书啦吼，啊迄个千字文啦，啊我就有开始有一寡疑问，就是讲，我来学吼，比如咱要学迄个罗马音吼，啊我来学这千字文这啊摆敢正经用会着嘛？吼，啊而且因为你佫毋是干那爱会晓讲尔吼，你爱正经爱，伊拢是咱讲的迄个文言文嘛，啊要读迄个文言文就已经是较困难啦吼，毋是甲像讲一般咱咧讲白话，吼啊煞落佫袂当去了解着伊经文的迄个意思是啥物，啊所以我学到尾，我感觉我家己学甲足失败啦，吼学甲足啊，但是我嘛是伊经到尾啊吼，嘛是有甲学甲了，但是学甲了时，坦白讲啦，就是讲就是学到尾啊，会当记牢的吼，就剩无偌济。啊，我就想讲，毋是啊，我以前我厝内我嘛捌去买一寡迄种，咱较通俗的迄个吉仔话嘛吼，啊，比如古早人阿嬷时代咧安怎讲，我感觉迄读起是足有趣味。啊，我即摆是想讲要请教大家，就讲要去学这罗马字，即个罗马字吼，这音。敢一定都爱先读中国的迄个千字文开始嘛？安尼讲，我用千字文咧读罗马字，这嘛伤含故意啊！我无甲你讲诶，有一寡无路用的物件，影响着你学台语的趣味。论点我看千字文我论点来讲一下啦，我看论点咧摇头吼，你莫去拍开啦吼。啊，我是感觉讲，若是台北有一寡好心的人吼，去教迄个甲即个国雄老师吼，迄个去甲教免啊用私立发一个啦。啊，迄我看伊学几点钟啊就起来啊啦。高雄神仙有甲阮带过迄落啊4月阵，阮有找伊来甲阮导览我。那你无甲教私立发毋对啊？袂赴，我听伊广告就袂赴啊，伊甲阮讲4点钟咧，对。我是想要补充，拄则有一个先辈咧问讲，就是高雄神仙无讲到迄落单时期，有啦，就是迄天高雄神仙人讲小侪，就是单时期讲足久诶，因为迄天就是咧看迄个光诶展览，所以有足侪北市单时期诶图，所以介绍足侪，只是今仔日时间有限，才无讲到尔。对啊，补充者。啊，所以我本来去上迄个老师的课，啊，伊咪是算讲公益的吼，啊，无甲阮收钱的，啊，但是我感觉讲，我本来是对于我家己咧学台语是足有信心的哦，信心满满。但是我刚去学了时，我强要拍败伊，啊，然后每一摆去的时，啊，老师就讲来，啊，就开始点名嘛，吼，点名就讲啊，我顶摆加价吼。前2天的加价，你搁按头搁念一摆互我听。啊，我著已经是1粒头2粒大，搁无啥吼。我就是因为这千字文，啊，搁伊读中国古早迄诗句，对迄意思拢无了解了，吼。啊，无了解，我即摆要搁来学这罗马音，我著变成讲敢若一支蜡烛吼，双头烧啊。啊，我是感觉要讲是我会反应较歹，还是安怎是哦？
但是我尾啊，我发现讲，因为我是读暗时啊，考考去的时阵，阁有差不多7、8个人哦。读到尾啊吼，阮结业的时阵，剩我一个人。剩我一个人，阮老师，迄个老师就咧讲，剩我一个人，我坦白讲，我到尾啊，我嘛感觉讲，我敢若对不起老师呢，因为我若无去的时阵，伊就通休困啊，吼。伊为着我家己一个人去的时阵，伊就搁上课，上到暗时啊9点半的。我尾啊，我就一摆我就感觉老师开讲，我讲老师，你若感觉讲剩我家己一个吼，你感觉讲搁歹势讲叫我莫来吼？无你看你看你有别个班人较侪吼，我来去吼配合迄个时间来。老师嘛讲无要紧啦，无要紧，你有心要学吼，你就来就无要紧。但是我有要去也毋是啦，无去也毋是啦吼，无去搁惊讲老师踮咧放空去啊，吼，去我对不起我家己，你知无？吼，我就感觉讲，所以讲哦，台语哦的推广哦，现代化是足要紧的吼。对啊。当然我是知影讲学台语是。你若要学台语，你要伫倒位学？北、台中、高雄。高雄哦。无，我是讲你要伫倒位学罗马字？你想要伫倒较方便？你台北啊？台中还是台北？倒一县市较方便？倒一县市，那台北市、新北市拢会使啦。对啊。我甲你讲，台北嘛有真侪迄个台语班啦，吼。好，你讲因线顶有咧教啦，吼，安尼是你若线顶学惯势，你就甲下米学安尼啦，吼，嘛无问题安尼。有足侪台语班的啦，台北你若有兴趣，私底下咱群组则个讨论安尼，你若要实体学啦，吼，台北有足侪，有一寡协会民间的团体拢有咧办。其实啦，吼，我主要要讲的是迄个啥。你所谓的千字文啦，吼，还是啥物释时宪文啦，吼，三字经啊，迄拢是中国古早的所谓的蒙学啦，吼，迄是启明的啦，明学，就是讲迄囡仔吼，迄当阵啊吼，几百年前啊吼，1000年前的中国，迄当阵的囡仔教育也无现代西方的迄种教育观念嘛，吼，所以因就是叫因硬背遐个所谓的明学，就是蒙学物件吼，来去教因捌汉字啦，吼，因就是用读册歌的方式。问题是即摆已经过10年啊，西洋的教育，咱现代化的教育制度，拢已经入来啊嘛吼，所以你搁用几百年前的物件，1000年前的物件，咧学安尼，有较含啦吼。所以就像头拄仔赞成老师讲的，台语的现代化甲生活化是这几年教育真重要的目标啦吼，就是对政府来讲嘛是真重要的目标安尼，就是讲咱台语人啊吼，互人感觉咱的台语是面向现代社会甲未来社会。唔通阁互大家认为讲台语讲到台语就是面对即个几百年前的古早的代志安尼吼，系啊，所以我感觉用迄个千字文学是有较含啦，而且伊学到的是可能拢较汉文，就是所谓的文音啦，甲现代的口语啊吼差介济啦，我感觉。除非你对迄个物件有兴趣啦，你想要吟汉诗啦吼，还是讲你想要家己创作，无啊，其实对你的